Hello 各位觀眾啊，咁啊所有關於投資嘅咧，咁啊今集咧就會喺呢個 channel 最後啦，咁啊所有之後新嘅片咧就會 upload 去呢個新嘅 channel 啊 youtube.com/mckelvinfun 嘅，咁啊如果大家想繼續睇關於投資啊，或者只係想睇投資嘅嘢咧，咁啊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好啦，又隔咗差唔多成10個月有冇啊？上集應該係5月啦，上年2016。咁啊 ，anyway， 咁啊今年咧就的起心肝要慢慢將呢個舊嘅 channel 啲片咧，即係爭人嗰啲片咧，找晒啲數去啊。咁啊，之前講過就係上一集咧已經係成個 tutorial 都完成啊。咁啊，但係有觀眾提我咧，喂漏咗講，好似你未講咧，其中3個 statement 裡面嗰個嘅現金流量表啊，即係 cash flow statement 啊。咁啊，所以咧我就一早咧會應承咗大家咧，我會補翻呢一集俾大家咁啊。但係佢唔會太長嘅啫，因為相對比較簡單啊。咁啊，所以咧我最後會加少少咧呢啲嘅觀眾回答嘅環節啦。咁啊，其實我收到好多 email 啊、Facebook message 啊，咁啊有時問啲好無聊嘅問題咁啊，但係有時咧問得幾好嘅。咁啊，但係咧我一直都冇時間啊，希望咧可以今集度咧一次過解決晒啲觀眾啊睇完嗰7集嘅股票投資之後咧引起嘅一啲嘅疑問啦。好 anyway， 咁啊我哋開始啦。咁啊，如果之前大家係有一直 keep 住睇晒成套啊，即係10個鐘嘅7集嘅，因為第7集分開咗 A、B、C 啊，上中下3 part 啊。咁啊，大家點解啲觀眾會記得咧？因為大家應該咧，即係會好清楚記得咧，就係如果你睇一間公司嘅財務報表，去到判斷究竟嗰間公司有冇被高估或者被低估到咧，咁啊有3個表咧一定要睇。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損益表，呢個 income statement 啦，主要咧就係會講嗰間公司究竟咧喺呢個財政年度啊，或者喺某個時期啊，譬如每一季或者半年咧，究竟佢係賺錢定蝕錢嘅，喺度做個本行嗰度。咁跟住之後咧，第二個咧就係個 balance sheet 啦，就係睇下佢嗰間公司擁有嘅資產究竟而家佢係正數啊，定係負債啊？咁啊，如果損益表啊發現，喂，原來佢做嗰啲嘢咧係蝕緊錢咁啊，可能你就會諗啦，話呢間公司未必值得投資，或者如果佢好賺錢，但係咧佢喺啲資產上面咧仲爭人好多錢啊，或者係冇乜一啲嘅實質嘅資產啊咁樣嘅時候咧，可能啲人亦都會諗啊。咁啊，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喺本行度又賺好多錢，但係咧佢個資產表又十分之強勁咧，咁你可以好安心去投資啊，亦都可以計得到咧每一股咧究竟佢嘅淨價值究竟係幾多啊？好啦，咁啊，但係咧啲人會記得咧其實有第3個表咧叫 cash flow statement 啦，咁啊中文直譯就係呢個現金流量表啊。有啲新嘅會計制度改咗第二啲名咁啊，但係個名係唔緊要嘅。咁啊呢個表咧係咁多個表裏面咧，表面上睇落最複雜，實際上咧係最簡單，亦都係咧呢一個表咧嘅重要咧就係咧佢好似一個照妖鏡，就係睇下啲公司咧有冇講大話。咁啊可以同大家講咧，10間上市公司咧9間咧都會喺一啲會計上面咧玩一啲嘅手段咧，令到自己嗰張報表咧整得好啲。咁啊有2個作用嘅，第一咧吸引啲睇報表嘅投資者啦，即係嗰啲識同唔識之間嗰啲啦，係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好多散戶都唔識嘅喎，咁啊佢呢啲報表咧就會俾一啲嘅投資公司，譬如啲大行去度睇咧，令到佢哋咧可以將佢哋嗰個業績咧寫得靚仔啲。咁啲散戶就唔識睇呢啲報表，就走去睇嗰啲大行啲報告咧，哇！原來邊個都話呢間嘢正喎，咁啲人就中個頭埋去啊。咁啊，如果講香港嘅上市公司咧，特別係啲細啊，譬如創業板嗰啲咧，好多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嘢啊。如果你唔係一啲唔係好理解啊，即係投資點樣運作嘅時候咧，你唔好話睇啊，即係你唔好話去分析啊，你睇完之後咧都唔知佢想點啊。咁我可以奉勸大家咧一句好簡單嘅咧，就係巴菲特講啊，就係話咧，如果你睇完個報表咧都唔知嗰間公司想表達啲乜嘢咧，咁好大機會咧就係嗰啲人唔想你知道啊，唔想你了解啊。咁啊，通常啲好比較健康啊，或者即係好簡單啫嘛。如果你個人嘅財務狀況好健康嘅，使乜驚講俾人聽啫？係啊，如果話你爭人好多錢嘅話，又話唔知邊個會追債嘅，咁你梗係盡量即係遮掩咁樣啦。咁啊，但係你自己可以唔講，個拜年可以唔講俾啲親戚聽，但係上市公司咧就一定要公佈俾呢一個嘅 Hong Kong Exchange 啊，即係
交易所啊，咁啊規定你一定係要準時去到報嘅，咁佢冇辦法之下咧，唯有就要耍啲手段。咁啊最常見嘅咧就係咧喺呢個損益表同埋喺個資產負債表度做手腳啊。咁但係你只要識睇呢個現金流量表，知道啲 cash flow 究竟佢啲錢去到邊咧，你就可以睇穿佢哋一切嘅詭計。咁啊今集咧就係教大家究竟點樣睇呢個現金嘅流量表啊。咁咧我就會用翻咧我第5集 tutorial 咧，我哋講嗰個食神啊，呢個爆醬瀨尿牛丸有限公司咧去做一個 example 啊。咁啊再攞一個真實嘅例子咧，就係近排都升得幾勁，我都喺呢個嘅股票分析去做過嘅，就係呢個嘅日本城啊嗰間母公司啊，國際零線有限公司咧，去到俾大家睇。即係喺一個理論上同埋喺現實上咧，究竟嗰個嘅即係嗰個嘅 cash flow statement 究竟係應該點樣做嘅？咁啊如果大家記得第5集話都好耐啦，2014年嘅啦。咁啊我就話咧呢個食神啊，即係阿周星馳啊，同阿吳萬達咧就開咗間醬爆瀨尿牛丸公司。咁啊嗰陣時咧就解釋咧上市嗰啲股權啊，究竟係點樣分啊？上市同未上市之前有咩分別啊？咁我用翻佢啦。咁啊根據翻嗰個 example 咧，就係2014年6月30日開張嘅。咁咧直至年尾咧就一共賺到1萬蚊嘅。咁啊喺個損益表上面咧，2014年整年咧，營業額係有5萬蚊啊，咁啊但係只係賺到1萬蚊，即係話佢個經營開支有4萬蚊啦，咁啊有20% profit margin，咁啊呢個就係喺第5集裏邊咧輕輕去到大個，咁啊亦都講到究竟呢一個嘅大股東啊同埋公司啊，或者如果有啲散戶小股東啊，咁啊嗰啲咁樣嘅 click card 啲嘢，咁啊呢一啲其實 actually 唔使理，係啦，咁啊呢一個唔需要大家唔需要知，係啦，因為今集只係講一講咧。我哋喺第5集裏只係講一講咧嗰個損益表啊，咁啊亦都冇講資產負債表啊，因為如果你講資產負債表咧，即係你要計埋咧究竟佢有啲咩沙煲呢間餐啊，啲營業嘅工具啦，有冇買物業啦，有冇開鋪啦，有冇擴張啦等等啦。咁我哋今日就會用翻呢個 example， 咁啊再俾你睇下現實啲 example 究竟係點樣。好啦，我哋即刻嚟啊！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我整咗個好簡單嘅 Excel 表啊，就係 show 俾大家睇呢一間醬爆瀨尿牛丸有限公司上市編號888啊，佢嘅咁多年嘅財務狀況啊，咁我只係 mark 咗2014年啫，咁啊因為咧我解釋俾大家聽，如果假設2015、2016佢 run 成點嘅時候咧，咁喺一個報表會出現啲咩問題啊，或者佢哋邊條數加埋咧應該係相同噶，咁我哋跟翻啊，咁啊，譬如2014年我哋講過啦，咁佢營業額5萬蚊啊，咁啊經銷售成本就4萬蚊，所以佢咧真正咧賺到嘅錢咧賣牛丸賺到嘅錢咧就1萬蚊嘅啫。咁啊喺呢一個嘅負債表啊，咁我哋就假設佢2014年咧有一啲有1萬蚊嘅 cash 啊 ，actually 我哋佢應該係冇帳冇鋪頭啊，咁啊非流動資產咁啊之前解釋過啊，即係可能啲沙煲呢間餐啊啲咁樣咁啊當佢50萬啦，咁啊有1萬蚊 cash 咁啊，所以佢嘅總嘅資產咧就係51萬啦，咁而佢嘅流動而佢嘅負債咧就係非流動負債，咁啊冇長期就冇爭人錢嘅，咁啊因為大家就夾錢做生意啊，我諗周星馳同吳萬達都幾有錢噶啦，係啊，即係仲有呢一個嘅。莫文蔚啊，係啦，3個股東就唔需要問銀行借錢啦。咁啊，正路咧，你係可以問銀行借錢咧，咁你就會有一個長期嘅債務啊。咁啊，有啲短期嘅債務啦，可能佢哋兩個自己私下喺個公司度借咗1萬蚊俾佢嘛。即係我試緊整啲數字咁俾大家了解下嘅啫。咁所以咧，佢嗰個負債嘅總額咧係有1萬蚊嘅。我哋加翻過嚟呢一度先，咁樣會容易啲睇。咁啊，所以咧佢負債表十分之健康啊。咁啊，51萬嘅資產減翻1萬蚊嘅負債 total 咧就係50萬嘅資產。咁即係話咧，佢2014年咧有50萬資產，營業額咧係有1萬蚊袋落袋啊。好啦，跟住嚟到呢個現金流報表啦。點解要需要呢一張嘢嘅出現咧？咁啊，而家會先講講。咁啊，但係先講講咧，就係究竟呢一個現金流報表啦。譬如佢每一個都有分嘅嘛，譬如損益表佢有分營業額同埋支出啦。資產負債表咧，佢有分2樣嘢，就叫流動負債同埋資產啦，係啊嘛。咁如果係現金流量表，咁佢點樣分咧？就有3樣嘢嘅。咁啊，一個咧就叫做營運嘅現金流，
operation cash flow， 即係話你喺經營呢一盤生意上邊咧，你啲現金究竟做緊啲乜嘢？第二個咧就係投資現金流。投資現金流咧就係譬如啲公司咧佢賺咗錢翻嚟，佢唔會擺喺度嘛，佢會走去投資啊嘛，譬如買物業啦、買股票啦，或者投資喺其他嘅事業上面啦。佢冇講話投資，總之投資咧就關於啲投資啲錢咧，究竟佢最多就係投資翻自己嗰個本行啦。即係如果你煮嘢食嘅，你咪添置啲新嘅器材啦。咁呢個都係某程度一個投資嚟嘅。咁最後咧就係融資啦，融資關於所有嘢嘅，係關於所有咧一啲買賣股票啊、派息啊、回購啊等等，總之關於呢個所有我哋叫 financing cash flow 啊。咁將呢3個現金流嘅總數加埋，你就可以得到咧嗰年嘅現金流講係正同埋負啊。咁你講哇，咁啊梗係正好啦，因為之前正即係代表啲錢入就冇出啦嘛，係嘛？咁啊現實咧就未必係嘅，你要睇究竟邊一個正邊一個負。咁啊，舉例，譬如咧，你營運資金，咁你當然係最好係正啦，即係話，因為你係做嗰盤生意嘅時候咧，你賺到錢咧，你先會正噶嘛。如果你營運資金係負嘅話，咁即係話你做嗰盤生意本身已經好失敗啦。咁你見到好多嘅仙股啊，或者炒高10倍股價嗰啲咧，都係本身盤生意係唔得啊。但係佢喺其他嘅玩弄手段咧，令到啲人覺得佢有非常之大嘅潛力。咁啊，通常會有幾樣嘢會同佢講嘅。佢話：我哋而家暫時未得，但係將來咧，我哋投資咗唔知喺啲乜嘢度嘅時候咧，我哋第時咧就會發達㗎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咧 Peter Lynch 啊，彼得林區就話咧，對於一啲小公司咧，你啲咁嘅話咧，可能有時係真，有時係假，但係咧最好咧都係等佢真係賺錢嘅時候咧，先走去投資，咁啊最安全啦。咁啊，另外一樣嘢，點解呢個現金流表重要咧？就係佢呢個營運資金 operation 啊，佢話所產生嘅現金喺呢一個 case 啊，漲爆瀨尿牛丸就係等於翻咧佢營運嗰個嘅益利啊。咁但係有時未必係嘅，因為咧有時一間公司賺錢咧，唔單止只係佢自己本行度賺錢，如果佢有投資啊，或者係有擺喺一啲存款喺銀行啊，或者買債券啊，收到啲息咧，呢個都可以放入去呢個營運所產生嘅現金啊。咁所以你成日聽到啲故事話，喂，麥當勞原來最賺錢唔係賣漢堡包，原來就係做地產，就係咁嘅意思啦。即係話佢買咗嗰間嘅地方啊，雖然佢係開麥當勞，但實際上佢可以喺嗰間店度收到嘅收益，或者有啲 franchise 啊，呢啲咧都係營運咧產生嘅現金，就唔係話你一定要咧5蚊買翻嚟個漢堡包，10蚊買翻出去先賺錢啦。咁呢度你都睇得到咧，究竟佢真正嗰個嘅即係可以照耀出去啊，究竟好多時候就係可能佢本行好賺錢，但係佢投資嚴重失利咧，咁都係十分之痛苦嘅。係啦，咁啊投資現金流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可能係一啲買賣嘅物業啊，或者放租啊等等啊，咁啊總之係你攞咗啲錢咧唔關自己本業事嘅，而係攞咗啲錢去到投資。咁啊喺呢個 case 第一年你得8000蚊咧，就應該咧就冇得買啲乜嘢啦。咁啊所以咧你個購置物業咧同埋出售物業咧係0，因為咧我哋呢間公司仲未有任何嘅店鋪啊。咁啊最後咧就係融資啦，就係你上市之後咧，即係話譬如你俾股息派息啦，回購翻自己股票啦，咁啊呢個我哋叫做資金流出。咁啊另外舉債啦，即係你借錢啦，同埋現金增資啦，有時係可能你會再發行一啲股票啦，我哋呢個叫現金嘅流入。咁呢啲都係一啲融資嘅活動咧。咁你將幾樣嘢加埋晒佢啊，將流出嘅將流入嘅係啦，大家見到啊。將上面兩個咧下面呢兩個流入嘅咧減去流出咧，咁你就會得到融資活動咧而得到嘅現金嘅金額啊。咁啊，你將呢3個就係 operation 啦、investment 啦同埋 financing 咧3個嘅現金流向咧計入去咧，就得到你嘅現金流表咧喺嗰一個年度啊。咁啊，譬如喺呢個 case 裏邊咧，2014年因為佢未上市啊，所以乜嘢都冇咧，只需要計入就係1萬蚊嘅收入，咁啊減翻2000蚊嘅利得稅、所得稅，跟住之後咧，所以咧嗰半年咧，2014年6月30號至到年尾咧，呢間公司只係賺到8000蚊嘅。咁啊，而家要加多一句咧，就係話，喂，咁係咪即係話現金流表，總之你年尾有錢 total 加埋晒有錢進帳，咁就一定係正咧？理論上可以咁講，因為始終咧你啲錢流入多過流出咧，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你要注意咧，有時咧未必完全係好啊。咁啊，第一，如果你嘅營運現金流頭先講過啦，一定係最好係正啦，即係你負咧要有啲好合理嘅解釋啊。通常啲解釋都唔係好合理啊。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反而投資嘅現金流咧，
你可以咧係負咧，有時係一件好事嚟㗎，比正係一件好事。點解咁講咧？譬如你攞咗賺到好多錢，譬如你手上面有1000萬，你通常你就會放啲錢擺喺度冇用咧，想揾啲方法去投資啊，買股票啊，增強自己嗰啲嘅工具啊，甚至買一啲嘅物業啊。咁喺呢個咁樣嘅計法咧，你嗰個嘅資金都係流出嘅，因為你拎走咗啲錢去投資啊嘛。OK， 咁反而咧有啲嘅公司咧，因為佢嗰個營運嘅可能係好差，咁啊令到可能佢冇 cash 啦，佢需要出賣一啲手上嘅資產咧。去到套現一啲嘅 cash 啊，喺咁嘅情況咧，佢就會正數啊。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佢已經咧去到一個山窮水盡咧，佢先至會賣出自己投資嗰啲嘅物業啊、股票啊 whatever 啦，係啦。咁啊，如果一間正常公司咧，佢應該不停地咧係有新錢去投資啊，咁啊啲錢咧就係嚟自咧你自己本行咧賺取嗰啲嘅費用啊。咁啊融資呢一個咧，咁啊要睇情況啦，係啦，咁啊，譬如有時派息，佢派息高係一件好事嚟㗎，因為而嗰年又冇舉債，即係話你俾出嘅 cash 咧係多過收入嘅 cash， 即係有時候咧你要表現到咧就嗰間公司個財政狀況十分之強啊，咁啊即係話我有1000萬 cash， 我唔需要再借錢，又唔需要再發行新嘅股票，咁我就攞咗啲錢咧去到派息俾翻啲股東或者回購翻自己公司嘅股票，因為我覺得咧實在太過被低估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融資嘅現金流咧都係會咧係負數嘅。咁反之咧，如果間公司冇錢，佢又要去問銀行借錢啦。咁啊另外咧又要去到發行新嘅股票，吸引新嘅投資者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個融資嗰個淨金嗰個額咧都係會正數啊。咁啊有時 case by case 嘅，譬如有時佢上市咁一定係加錢嘅，因為佢由未上市去到上市啊嘛。咁所以等陣咧2015年咧，大家就會睇到咧，佢個現金增資咧係會多咗好多啊，因為佢呢間公司咧上咗市啦，喺2014年仲未上市，2015年1月1號上市啊。咁你亦都見到話一上咗市之後咧，哇原來好多人因為呢個食神嘅 title 會投資佢嘅喎，係啊，即係唔理佢做啲乜嘢嘅喎。咁你亦都佢可能咧會添置啲新嘅物業啊，起碼買咗自間鋪頭先啦，減低自己嘅營運成本啊，因為4萬蚊租都幾貴下噶，係啦 ，OK， 咁啊，我希望大家了解啊呢一個嘅現金流表究竟係點樣啊，咁啊而家我俾啲 example 大家睇下。好啦，咁啊呢個咧就係第5堂嘅 notes 啊，咁啊話佢咧2015年咧1月1號上市啦，一共咧就係發行咗咧1億股啊，係嘛，個18千萬、8萬、千萬億10億嘅股啊，咁啊代表公司嘅周星馳咧就翻到3億7500 ，sorry 啊，咦點解咁得意嘅？係咪打錯？打多咗個0，係啦，sorry 啊，呢度 total 係個18千萬、8萬、千萬、億萬、億10億咁多 ，OK，anyway 10億應該1億嘅啫。OK， 咁樣係咪會遲啲？係啦，咁啊，周星馳咧就因為佔37.5% 啊，咁啊佢係代表公司嘅，咁啊就係有3750萬股啊，咁啊而吳孟達咧代表呢個嘅大股東咧，財團嘅老闆咧就亦都係同佢一樣咧3750萬，咁啊代表散戶啊，即係一眾嘅散戶咧就係呢一個莫文蔚啊，咁啊就係2500萬股啊，咁啊一開始定價咧就5毫子一股啊。咁啊，所以上市招股價5毫子啊，好多人認購啊，咁啊，所以咧最後集資到咧，發行咗1000萬股嘅集資到應該係5000萬嘅，係啦，1億股係啦，發行即係5000萬。啊，之前打錯冇觀眾提我啊。好啦，咁我哋將呢嚿嘢吸過嚟咧，大家就會發現啦，喺呢一個嘅2015年咧，佢哋咧係呢個現金增資到，因為發行股票咧就收到5000萬。係嘛？呢個500萬啫，5000萬 ，OK。咁啊，佢就冇問銀行借錢啦，OK。咁啊，亦都係冇回購活動啦。咁啊，第一年都係未俾股息嘅，係啦。咁啊，通常引咗你啲戇居仔入局先。Sorry 啊，我唔應該咁講。好啦，咁啊，所以咧，佢喺融資活動啊，淨流入咗咧就已經係有5000萬嘅。咁啊，當然咧喺現實咧就唔會淨袋啊，因為你又要搞上市，你要俾錢人搞啊，又要俾公司，即係又要俾嗰啲外判咗出去啊，嗰啲嘅股票行啊，又幫你分銷啊。總之，即係點解香港人咁中意搞上市就係
咁中意人搞上市就係好多嘅豬肉分嘅，即係好多油水撈啊。咁啊，我有個 friend 啊，砌機嘅客嚟啊，就專幫一啲嘅企業啊，即係一啲創業板嗰啲做上市啊。即係你一個 deal 咧，雖然好多文件啦，但係你諗下一間公司市值當你上市，即係5000萬、6000萬呢啲已經叫超 cheap 㗎啦，即係低到無可再，1億都未到。你諗下，你只要舐2%，哇！真係你都不得了啊！真係好啦 ，anyway 啊嘛，呢個吹水嘅啫。咁啊，所以啲人咧就唔中意買股票啊，中意幫人搞上市啊，因為嗰間公司就係死係生咧，唔關佢事，已經收咗錢啦。咁好啦，咁啊佢見到有5000萬落袋，哇！梗係即刻攞翻1000萬咧買翻個自己嘅物業先啦。咁啊，所以咧係呢一個嘅現金嘅投資啊，咁佢咧就購買物業咧就係1000萬嘅。咁呢個簡化㗎，因為咧其實咧每一個嘅 category 咧佢有好多樣嘢啦。咁啊，但係我將佢簡化，等大家容易啲明白咧。咁啊，所以只係有投資物業啫。咁啊，佢可以買好多嘢㗎，係咪先？即係可以買股票啊。即係好多啲奇怪嘅公司啊！咁啊，巴菲特曾經講過話，好多啲佢投資嘅公司咧，嗰啲人賺翻自己嘅錢就即係賺翻自己做嗰行業就好叻，但係投資咧就一敗塗地啊嘛！包括可口可樂啊，唔知走去投資養蝦定乜鬼啊！咁啊，我做緊嗰間保險公司咧，都走去投資嗰啲乜鬼森林啊！即係我心諗。我有時覺得呢一個世界好奇怪，就係咧嗰啲收好高人工啊，嗰啲所謂 so-called financial planner 或者幫公司投資嗰啲咧，或者讀咗好多學位咩博士啊、經濟博士啊，嗰啲投資可以一敗塗地啊！你一睇啲公司嗰啲報表你就知啦，特別係啲大型嘅跨國企業啊。anyway 呢個題外話啫，係啦，咁啊出線業務咧，你啱啱買翻嚟點會即刻賣嘅咧？咁啊，所以咧呢一度咧又係。出線即係收入減支出咧 ，oops， 咁咧你係有淨流出咧1000萬嘅，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咧營運資金啊，咁啊，哇上咗市咁啊開咁多鋪頭，咁梗係咧，即係今時唔同往日啦，即係已經另外一個世界啊！你上市，咁啊，我哋講即係我哋老作先啦，咁啊，2014年喺6個月咧，只係做到5萬蚊嘅生意啊，喺2015年咧。即刻跳升到100萬 ，OK？ 哇！真係賣牛丸都賣100萬，因為你要知道，你喺街邊篤魚仔，同你而家好似咩四洲乜鬼魚蛋嗰啲，你企業化買工廠嗰啲係好唔同啊！即係人哋打包買超級市場啊，就唔係喺街邊度日日喺度篤嗰啲10蚊嗰啲，即係做到你嘔。我喺街邊見到啲篤，哇！真係見到你都辛苦。即係你一個禮拜食2次，覺得好過癮咯。你日日對住咧，真係〜想嘔好啦 ，anyway 咁啊個銷售成本當然都係會增加咗啦，咁啊但係咧按比例咧應該扣除嗰啲因為自己物業又唔使租啦，咁啊有啲人工啊，可能你要請到好多人幫手啦，咁啊可能俾盡你100萬，俾盡你20萬好啦啩 ，OK， 即係都係細公司嚟嘅啫，即係玩下嘅啫，即係周星馳話開記者會啊。呢度玩下啫，我揾人搞啦，我自己唔搞啦。咁啊係，即係拍套戲成億嘅，仲開間魚搞咁多嘢，先至得嗰幾多啊？80萬咧，即係食蕉啊，唔想睇。好啦，跟住之後咧，80萬咁，但係個利潤都好高咯，80%嘅咯，咁樣就頂你個肺啊！真係咁鬼死貴啊，80%。哇，幾好賺係嘛？80%人哋俾10蚊你，有8蚊你係自己袋落袋嘅，啊，真係唔錯！上市係唔錯嘅，係啦。周星馳喺度嘆支紅酒喺度講。好啦，咁啊呢一個嘅流動資產啊，非流動資產我哋睇睇啊。咁啊，佢之前有50萬啊，即係話係嗰啲嘅即係嗰啲身材嘅工具啊，即係可能佢買嗰啲油鑊啊，咁樣你 click 下，你揀一間好細嘅鋪頭其實都要啊。咁但係而家你整間工廠出嚟成千萬咧，流動資產唔同啊。咁啊，你當你5000萬裏面有1000萬買咗物業啦，咁啊2000萬就自設廠房咯喎，即係開間工廠整噶咯喎，OK？咁啊，所以你而家個非流動資產咧由50萬大幅跳到2000萬，咁你流動資產啊，即係嗰啲 cash 嗰啲咧，就係剩低嗰啲剩低3000萬。3000萬 cash 擺喺銀行，即係數下都覺得過癮啦。好啦，咁啊，所以咧喺你個資產負債表度咧 ，oops， 係啊，就係咧呢一個加呢一個5000萬嘅資產 ，OK， 咁啊，
係嘛？啱啊，係啊，5000萬嘅資產係啦。OK， 咁啊，跟住之後咧就等先啦，非流動負債咁啊，照舊都係冇問銀行借錢啦。我哋咁啊，流動負債嗰1萬蚊都還埋啦，即係零負債嘅，十分之好啊！阿周星馳話：唔得，當年我同你開鋪頭借咗你1萬蚊，我俾翻你，其實唔係佢俾嘅，其實係啲投資者俾嘅。都講笑啫，係啊！大家幻想下啦。咁啊，所以咧，佢嗰個嘅總額啊，就係咧5000萬減零負債，資產減負債，咁啊由大幅由50萬咧跳升到5000萬啊。咁啊，呢5000萬有3000萬係 cash 嚟啊。咁啊，有1000萬咧係去買個鋪頭，另外1000萬咧開咗間廠房。Actually，我哋咁樣啦，廠房2000萬啦，咁 realistic 啲嘅啫。廠房2000萬加1000萬嘅鋪頭，咁啊揸住2000萬嘅 cash 啊，咁樣啊，咁啊 make sense 啊，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咧，營運產生到嘅現金 ，OK， 咁啊當你冇收租冇成啊，咁啊就賺到呢個80萬嘅，加翻20% 利得稅，即係4萬蚊，咁啊，所以咧佢咧做呢盤生意咧，一個財政年度就由賺8000蚊啊，變到賺76萬，仲買咗1000萬嘅鋪頭，同埋2000萬開咗間2000萬嘅工廠。哇！所以點解啲人搞上市就係咁樣咧？你平時點可以揾到啲友啊？突然之間俾成5000萬你啊！即係除咗一個市場啊，亦都我哋稱之為抽水啊。咁啊，究竟嗰間公司究竟抽水定係唔係抽水咧？就睇下佢收咗集嗰啲錢之後咧，究竟佢係咪真係有心去到搞落去啊？咁啊，所以點解咧？我唔建議啲人抽新股咧，就係你即係佢為咗上市啊，符合嗰個要求或者吸引投資者咧，佢真係可以吹乜都得噶。咁你真正佢係咪真係好似口講係有憑嘅話咧，就睇下佢上咗市之後佢做啲乜啦。咁啊，所以好多嘅。以前都冇咁離譜啊，近幾年好離譜啊！即係嗰啲公司一上咗市咧，就即刻發盈警啦。盈警即係話盈利警告啊，即係話哇，我哋間公司唔係好掂啦，即刻食錢，即刻蝕緊錢啊！第一年哇，你上年上市，今年蝕錢，你真係想一巴車埋佢啊嘛！嗰啲就好明顯咧，純粹喺市場度抽水嘅啫。咁啊，炒高咗股價賣咗佢啦，咁啊，跟住就或者唔想理嗰盤生意。好啦，咁啊呢個就係15年同埋14年嗰個差別啦。咁啊上咗市之後，好啦，咁我哋做埋16年啦，就係講佢哇 run 咗1年啦，上市咁多錢啊，咁啊營業額咧開始倍增啊，咁啊今年咧做咗冇倍增啊，俾佢5倍增啦。由於咧呢個真係有心整嘅，咁啊所以咧呢個醬爆瀨尿牛丸咧，佢嘅營業額咧由100萬啊，去到2016年咧就變咗500萬，咁啊經營成本咧照舊咧變咗100萬啦，多啲噶啦，因為你又要包裝又要廣告又要成，係啊，即係 oops 打幾多零都唔知，咁但係咧都400萬落袋啊，個增幅係幾多啊？4除5 oops 4除5，仍然都係 keep 到80%嘅。OK， 咁啊做起咗個朵啦，咁啊呢一個醬爆瀨尿牛丸都有知名度啊。咁啊佢啲流動資產咧，咁樣咧，暫時我哋當佢係不變先啊，仍然都係一間鋪頭。但係大家要記住咧，嗰啲店啊，嗰啲嘢咧係會升值嘅，即係你啲樓價升得咁貴，咁所以咧佢間鋪頭咧1000萬咧已經升到1500萬啦。OK， 咁但係咧，嗰間廠咧2000萬就冇得點變，咁啊，其實佢唔會點變嘅，係有一樣嘢叫折舊，咁啊，我唔會咁複雜喺度講，咁啊就係主要係啲工具啊，生產工具咧用舊咗之後咧，佢會舊噶，即係佢會佢會變舊，咁啊呢一個咧都要計落去喺嗰度咧係一個減值嚟嘅，咁啊流動資產咧，我哋今年2000萬 cash。再賺多咗400萬，即係話2400萬 cash 啦，已經有1蚊都冇使過。OK， 咁啊主要咧嗰啲資產增值咧就係嚟自現金嘅收入啦，同埋呢一個嘅店鋪嘅增值啊。咁啊將呢兩個加埋佢咧，你就發現佢總資產咧
多咗5900萬，哇，又多咗900萬啦，哇，真係不得了啊！咁啊，而非非流動負債，咁啊，仍然係我哋可以玩啲嘢啊！咁啊，我哋咧今次咧就加多咗咧，問銀行借1000萬。咁啊，因為阿周星馳就話我要全港18區都開啊嘛，佢套戲裏面講係嘛，咁啊，所以呢一度咧都要加翻1000萬啦，因為佢問銀行借多咗錢，即係佢嘅現金啊係多咗1000萬嘅。OK， 咁即係3400，哇，6900萬，好啦，咁啊仍然冇流動負債嘅，咁啊佢嗰個總額咧負債啊，暫時就係咁樣。OK。等先啊，呢個唔應該加入嚟，因為呢個負債嚟嘅，係啦 ，OK， 咁咧，所以咧今年啊，佢嗰個嘅總資產咧係少咗，比上年少咗少少嘅，因為佢銀行借咗1000萬，但係咧佢因為個增值同埋賺咗錢咧，可以抵消翻咧，咁啊實際上咧佢只係咧個成本借錢成本咧只係100萬啫，因為佢有錢借啊。好啦，咁啊，而家嚟到呢一個嘅現金流表啦。OK， 第一就係咧，你會發現咧，佢嗰個營運產生嘅現金咧就係400萬。OK， 有時咧佢哋會加埋嗰個資產增值啊，咁啊我就唔加上去，即係嗰1000萬嘅鋪頭變咗1500萬啊，咁我就冇加上去。咁啊，利得稅就話20%係幾多啊？我計20%。80萬 ，OK， 咁佢真正淨袋落袋嘅咧就係300-400萬。咁因為啲鋪位啊會租出去嗰啲咧，佢呢一度嘅營運現金咧可以再多啲啊。就咁樣計先啦。咁啊，只係講佢 operation 咧，今年咧就袋咗320萬啊，2016年。好啦，咁佢嗰個嘅購置物業咧，佢今年咧就冇再增加鋪頭啊嘛，所以0蚊。咁啊，出事物業亦都係冇賣到鋪頭嘅，咁啊，所以0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就同上年咧係有啲唔同啊。呢個減呢個。咁啊，最後係融資啊。咁啊，第一咧佢舉債咗1000萬啦，但係佢現金咧仍然係現金係冇增加咗400萬嘅現金啊，哦喂，320萬嘅現金啊，因為佢做生意，咁亦都冇回購。但係今年咧，佢就話啲投資者對我哋太好啦，所以我哋咧就要咧俾翻啲錢佢哋啊嘛。可能佢有1億股啦，就派息就當佢派1毫子啦，係咪？話都幾多啊嚇？係咪？咁你1億股乘1個仙啦派，係啦，乘0.001， sorry， 即係派咗10萬蚊嘅啫，哇，都幾咩？派100萬啦，見你咁好，1億嘅1%， 100萬係啊，1厘息，好，咁亦都冇回購股票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今年咧融資啊，就一共咧係袋咗1220萬，咁咧有好多時候咧，嗰啲公司咧為咗咧保留翻嗰啲嘅投資者啊，咁啊佢問一手就問銀行借錢或者再集資咧，二手就派翻啲股息，咁啊因為咧對於投資者最實際嘅就有錢收 ，OK， 咁但係咁樣咧仲靜待啊，因為佢借咗1000萬翻嚟咧，佢只係派咗100萬嘅啫。咁啊，其他咧佢就會話，我哋借咗啲錢咧，就會準備投入我哋下一年嘅營運資金啊，去擴充鋪頭啊 ，K 卡啦嗰啲噶啦。OK， 咁啊，我哋總計，你就會發現咧喺2014年咧嗰個嘅cash flow 嘅 statement 咧係8000蚊，但係2015年咧去到4076萬啦，咁啊去到2016年咧，就係有淨流入嘅1540萬 ，OK？ 咁啊，如果你了解咗佢嘅做法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喂，呢間公司齋睇呢個報表都幾好啊，咁啊，實際上佢賺好多錢，唔係幾好啊，係極度好。如果有間咁嘅公司存在啊，佢嘅股價仍然都係5毫子嘅話咧，我真係瞓身去買啊！
係啊，但係可以大家我俾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了解到究竟呢一個嘅 cash flow statement 究竟係點樣運作啊？咁啊，如果你只係睇上面嗰兩個咧，好多嘢都搞唔清楚啊！你實際上睇啲錢點樣出入就最簡單啦。譬如你睇到個負債，但係你發現唔到佢原來賺錢咧，其實係夠錢還債，佢個 cash 都已經夠還債，佢嘅 cash 已經有幾多啊？cash 已經有成2400萬喺度啊！咁啊，所以佢再借多1000萬咧，根本係不成問題嘅。係啦，咁啊，呢一個簡單例子就講咗啦，究竟個 cash flow statement 點樣運作。咁啊，而家俾啲真實嘅例子大家睇下咧，會更加去到了解。咁啊，呢一個咧明顯一個照鏡嚟嘅。咁啊，如果你見到佢呢一度付錢，因為有時就算佢正數咧，可以係呢一度付錢，即係話佢個 operation 咧係付錢，但係佢透過出線個物業咧，佢賺到好多錢翻嚟咧。呢一個都係一個正數啊，但係你一睇就知咧，呢間公司咧有啲唔對路啦，係啦，因為佢點解佢做本行都蝕錢嘅？佢靠自己賣啲資產或者又再集資去到賺錢啦。咁啊，如果佢有能力舉債咧，而佢嗰個現金咧又可以足夠去還債咧，你知呢間公司咧可能係有一個好長遠嘅發展計劃啊，即係佢覺得而家5900萬嘅資產都唔夠用啊，2400萬嘅 cash 都唔夠用啊，佢希望咧會多啲 cash 嘅。OK， 咁啊，最後咧佢會有一個咧就係話同上年比較咧係減少淨加咗嘅乜嘢啊？譬如呢一個係8000啦，咁咧佢就會呢一個減8000，跟住呢一個咧減呢一個。OK， 咁你會睇到啦，即係2015年咧比起2014咧，佢就係多咗咧4075萬2000嘅進帳啊喺個 cash 嗰度。跟住之後咧，去到2016年咧，佢就使咗咧2536萬啊。OK， 咁啊呢一個咧係減少咗咁多嘅現金，咁大家就會知道究竟佢點解減少咗現金，從而推斷到嗰間公司究竟係一個勢好啊，定個勢唔係咁好啊。好啦，咁啊而家我哋睇睇啲真實嘅例子先。呢個咧就係1373啊，國際家居零線，即係日本成嗰間母公司啊。咁啊 A Stock 你有晒呢啲咁嘅資料啊。咁啊，但係咧靠睇呢啲係唔夠啊。等我哋再去睇報表啊。咁啊頭先講過啦，損益表啦，資產負債表啦，同埋呢個 cash flow statement 嘅。好啦，咁啊我哋睇睇立一立損益表先啦。咁啊呢個就話經營成本營業額係200幾萬個千，跟住之後咧就銷售成本咁毛利咧就係咁多啦。咁啊呢個就教大家睇過啦。咁啊資產負債表咧都十分之好啊。咁啊亦都流動資產咧就減少咗少少。咁啊啲錢啊 cash 究竟係幾多啊？啲貨究竟係幾多啊？應收款項究竟係幾多啊？固定投資究竟係幾多啊？咁啊總資產咧都係有97萬零90千嘅。OK， 咁啊負債就幾多啊？流動負債幾多啊？咁樣 OK， 咁啊總之最後我知道係正數就得啦。咁啊而家睇睇個 cash flow 先。咁你見到喺呢一度咧，佢只係表現到啊嗱頭先我所講啊，就係經營活動嘅現金流啦 ，operation 啦，投資嘅現金流啦，同埋融資嘅現金流啊。咁你見到咧經營嘅活動現金流咧係正數啊，咁啊雖然咧比上年少咗少少，而家講緊2016年4月啦，咁啊2017嗰個未出，咁咧但係近排咧我見到個股東咧狂增持啊，即係狂回購啊，咁我都知呢間嘢係應該個勢幾好啊，係啦，所以我自己都買咗好多，呢個利益申報先啦，係啦，咁啊佢就話咧總之佢賺經營活動 operation 咧就賺咗131766，呢個係以千計嘅，即係唔知13億定乜鬼嘢啦，係啦，咁啊投資咧咁就係負嘅，咁啊呢度亦都係一個講俾你聽咧，呢個係一個好嘅嘢啊，即係因為佢喺投資嗰度咧係不停去到使錢啦，咁啊投資現金嘅投資啦，包括佢放喺銀行嘅利息啦。咁啊，亦都要俾利息啦，佢借錢要俾利息啦。咁啊，以付股息，即係佢派息啦，派咗76812。咁你見到佢成個投資活動做得最多嘅咧，就係派息。咁啊，如果你係投資者，你會好 like 呢樣嘢。咁啊，另外咧，佢增添咗一啲固定資產啊，就26236啊，跟住之後賣出咗啲固定資產，賣好少啫，係啦。咁啊，投資增加咗好少啫，係啦，即係基本上冇乜喐過啊。咁啊，最主要嘅支出咧就係派息。同埋咧，增加啲器材啊，即係日本城可能
佢應該冇組裝㗎係嘛？我唔知佢有冇自己廠啦。可能係嗰啲架啊，即係你嗰啲見到店裏面嗰啲燈啊，我唔知啊。佢裝修，如果你大家樂佢成日裝修嗰啲咧，就會喺呢一度屬於係投資嘅活動啊，因為佢投資喺自己啲鋪頭度。好啦，跟住之後到融資，你發現咧融資嘅流量咧都係負啊，咁啊佢就冇新增貸款冇即係冇借錢，亦都唔需要還錢，乜鬼定息嗰啲全部都冇。咁咧所有嘢咧就喺其他嗰度。咁你喺呢一度咧唔知道其他係啲乜嘢，所以你等陣咧就要開佢嗰張報表去睇一睇，究竟呢個融資活動有45641嘅支出，究竟係去咗邊一度？咁 anyway 啊嘛，所有嘢加晒咧，佢就話今年咧成年咧就減少咗41184千咁多嘅現金啊，咁啊所以上年咧佢嗰個總現金咧係有466432啊，嘛今年咧跌到咧係447376，咁我再重複多一次啊。呢個 sorry 年初啊嘛，去到年尾嘅時候咧就變咗406080啊，咁啊再重複多一次咧，負咧喺 cash flow statement 咧未必一定唔係好事嚟啊，你要睇情況。咁啊總之大家認住佢個經營活動嗰個現金流量係正咧，咁就係一個好嘅兆頭啊。OK， 咁啊如果我哋唔知嘅話咧，最好咧就係去一去咧呢一個嘅披露2咧，就 search 翻你自己嗰隻股票1373 search。跟住咧就揾翻咩？咁啊，佢出咗中期報告㗎，上呢個係1月16號啊。咁啊4月先至出嘅。咁啊，我哋睇年報啦。咁啊，如果你想 update 得多啲，咁你睇埋佢嗰啲中期報啊。咁啊，上年嘅7月25號就出咗嘅。咁啊，你會見到開咗咧，唔係咁詳細啊。咁啊，佢一個嘅業績報告咧就係做俾呢一個嘅交易結算有限公司啊。咁啊，呢個比較比較佢有一個叫做綜合損益表係啦，跟住之後全面收入，跟住之後仲有呢個負債表 ，OK。咁啊，呢個咧都未係最準確嘅。如果你最好咧就去翻咧佢哋自己嗰間公司國際零線家。如果佢有心咧，想係對嗰啲嘅投資者啊，即係希望人哋投資啊，即係唔係嗰啲古古怪怪嗰啲大陸公司咧，咁啊佢呢啲 update 得好更新，同埋佢中意人哋睇嘅，即係如果你間公司係正，你想人哋投資，好明顯你梗係會 show 晒啲最正確資料。咁啊有啲公司咧成日都唔 update 啊，即係佢其實唔係好 care 嘅，係啦，咁即係可能佢上市只不過一個做咗。咁你見到8月24號 upload 咗2016年嘅年報啊。咁你開嚟睇啊嘛，哇！做得幾靚咁樣，咁啊你見到領匯啊 ，sorry， 而家見到領展啊，仲有其他嗰啲咧，真係諗住揾錢嗰啲公司啊，咁啊佢就會花好多嘅嘢咧，去到做呢啲咁樣嘅靚靚地啊，唔會只係提交俾嗰間即係交易中心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睇一睇咧，究竟係點樣？拉過嚟先。咁如果你用 PDF 開咧。呢一個咧就係交俾呢一個交易所嗰個報告嚟嘅，咁啊一個 summary 嚟嘅。咁啊如果你慳時間睇呢個就已經得啦。咁啊如果你想詳盡啲咧，就睇翻佢自己公司喎。咁啊有公司簡介、目錄、業績，跟住之後5年嗰個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咁啊可以睇晒5年啦。咪攞過啲咩獎啊？總之呢度你當係如果一間學校嘅話咧，就係你一喺門口咧 show 晒俾你睇，即係校長的話，跟住之後又我哋學生贏咗幾多嘅獎牌喺出面。咁啊有啲乜鬼管理員討論啊，咁啊你睇嗰個主席噏啲乜咧，你就知道大概係點樣。通常都超級正面嘅，所以睇數字咧係最唔會講大話。好啦，咁啊你會見到呢度損益表啦，係啦，全面收入表啦，跟住之後咧負債表啦，權益變動啊，即係嗰啲股權嗰啲啊，大家唔需要點理住。咁啊之後咧就係呢一個 cash flow 啊，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個 cash flow。好，開大少少啊！現金流量表，咁啊佢話2015年咧營運產生嘅基金咧就係呢個就 operation 啦，投資啦，同埋融資啊。咁啊 operation 咧就上年咧就係131788啊，再乘1000啊。咁啊利得稅就係26234啊嘛，所以咧淨嘅 operation 嘅現金流咧就係10554啊。咁佢講俾你聽咧27A。講俾你聽咧，佢咩為之咧營運產生嘅現金啊？因為如果你睇佢嗰盤數賺錢啊，譬如我哋上翻去損益表咧，佢冇賺咁多喎。你發現咧，佢嗰個喺賺，即係佢做賣呢一啲日用家用品咧，只係賺到947,577嘅啫喎。OK，咁點解會去到最後咧？
呢個係佢呢個損益表啦，佢就賺咗咁多錢啦，跟住之後有啲支出啊、卡啦咧，佢最後真正袋落袋咧係得54156喎。咁點解佢喺呢一個嘅現金流表話佢嗰個 operation 嘅收入有成1317800咁多咧？咁你又睇下佢啲附注啊，27A， 我哋 let's go 27A。好啦，呢一度經營產生現金，哦，原來稅前咧佢只係得74798嘅啫。咁啊，另外有啲折舊啦，折舊即係話佢已經咁搞笑嘅出事物業啦，呢個知道啦，折舊啦，攤分利息收入 ，OK， 跟住之後咧就利息支出，跟住之後咧有一啲以股份為基礎嘅僱員嘅薪金，即係話呢一個係俾錢啊。咁啊，商譽減值虧損，咁啊，投資嘅物業嘅公平值嘅收益，咁啊，存貨減少啦，呢一個嘅呢個叫乜嘢啊？貿易嘅款項增加啦，咁啊，應該應收股東嘅淨款項增加啦 ，OK 減少啦 ，OK， 咁你見到呢一啲咧，其實全部咧都係應該係負數嚟啊，因為佢作出調整啊。係啦，咁啊呢一啲咧減少呢啲全部係正數嚟啊！咁你只要將呢一紮數字全部加埋晒去咧，你就會得出1317800呢一嚿嘢啊！咁觀眾睇到度咧，一定會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明明折舊係一個支出嚟嘅喎，點解反而佢喺呢一個嘅 income statement operation 嗰度咧變咗係變咗係 cash flow in 咧？咁啊好簡單啫，因為咧你喺財務報表裏面咧，你嘅折舊咧。你係會預先咧減咗嗰條數先㗎，因為你係大概估計，譬如佢幾多年之後咧，你就要添置新嘅器材啦。但係結果如果喺嗰日你發現，喂嗰啲嘢仲用得啊，即係佢嘅折舊率比冇你預期咧，會計上邊咧係發生咁樣嘅事情咧，咁你可以咧將佢之前減咗嗰啲嘅錢咧交入去，因為實際上咧呢一嚿錢咧最後冇使到㗎，但係一開始咧你喺嗰個財務報表咧就已經扣咗啊。咁啊，呢一度咧就解釋咗咧點解折舊咧，你都係當一個 cash flow in 就唔係 flow out 啫。咁而投資活動嘅現金流啊嘛，就話咧買啲物業啊、廠房設備咧，就今年咧就使咗26236，咁啊比上年減少咗，比15年啊。咁啊，仲有一啲收嘅利息咧都計入咗喺呢一度啊。咁啊，所以 total 咧就係22975嘅咁啊嘅支出。咁啊，你會發現同 A stock 唔同咧，佢將呢個嘅股息嘅派息咧，嚴格上佢呢一度咧，佢話呢一個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嘅流量，咁啊佢冇將投資回報自己 set 咗個 category 啊，咁啊，所以你見到呢一度咧，利息、股息嗰啲佢擺埋一齊啊，咁啊，但係咧你跟翻佢原本嗰個嘅報表咧，佢就分開嘅，咁啊派息啊同埋俾利息嗰啲支出咧就放咗喺融資嗰一 part，咁所以見到咧已付嘅股息咧就放咗喺度，咁啊另外個問題就係嗰4萬幾究竟係其他嘅融資嘅支出究竟係咩嚟咧？45641，咁啊佢呢一個咧就係因為每一間嘅公司唔同行業咧，佢有唔同嘅融資嘅制度。譬如喺呢一個嘅物流啊，或者喺呢啲零售，佢有一個咧叫做減少或增加呢個信託收據貸款啊。咁啊呢一個係同呢個銀行一個 agreement 嚟嘅。咁啊佢話咧今年咧即係2016年咧就減少咗31488啦。咁啊仲有佢買咗一啲可以用嚟註銷嘅普通股份啦。我諗一啲回購咁啊，亦都用咗咧10223嘅。咁啊如果你將兩條數加埋佢咧，應該就係差唔多，就係佢頭先所講話其他嗰啲咁樣嘅嘢啦。係啦，41711係啦，再加少少 kick 卡啊嗰啲抵押嗰啲好少嘅嘢啦，你就會加埋應該揾到係呢一條數啦，45641。Actually， 我唔係好想加，係啊，個重點就係咧，佢要對得到啊！如果佢對唔到嘅話咧，咁啊好大劑㗎。咁啊，anyway，咁啊佢就話咧融資 total 咧就使咗123,763啊。咁啊因為今次咧唔係十分之詳細，即係大概講俾你聽，同埋唔同嘅行業咧有唔同嘅融資嘅活動啊嘛，所以咧
你真係要好熟嗰個嘅行業啊，或者你先至好了解到啊。咁啊，當然如果佢支出係十分之少咧，你根本唔需要理佢啊。但係如果佢支出十分之大嘅時候咧，你可能真係要好清楚嗰個行業究竟搞啲乜嘢咧，究竟嗰樣嘢啊個現金流出究竟係咪值得，係咪一件好事咧？咁啊，我呢一個咧我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啊。咁啊，個重點咧就係如果你將呢一個 operation 啊105554減翻22975啊，呢一個嘅 investment 再加呢個 financing 融資再減翻123,763啊，你就會得出咧2016年嘅淨流出資金咧就41184啊。OK， 今日見到喺呢一度啦。咁啊年初咧就係有即係2015年嘅4月嗰個年度咧就有447,376嘅，咁啊減翻呢個41184同埋佢呢一個有啲匯價，可能佢因為喺唔同國家做生意咧，再減翻呢個匯價咧，2016年可能匯價跌得犀利啊！我諗今年會跌得更加犀利啊，所以我 expect 今年7月咧呢一個嘅日本城啊，因為匯價而蝕咗嗰啲錢，我諗可能會更加多。Anyway 咁啊，總之話2016年年尾咧，即係2016年4月咧，佢嘅現金咧就剩翻406,080啊。係啦，就淨流出咧就41184，咁啊其實係可以講話其實使咗好少錢啦，咁啊亦都加添咗好少嘅設備啊，咁啊派咗大部分可以講話佢大部分嘅支出咧都係喺呢一個嘅股息嗰度啊，咁啊如果減除股息，即係佢今年唔派息，完全唔派息嘅話咧，佢個佢應該係正數嚟嘅，唔係正量咁啊，所以如果我睇完呢一份報表之後咧，我自己會深感咧係十分之安心啊！即係投資呢間公司係啦，咁啊冇錯啦，咁啊最後咧就做一個好簡單嘅 summary 咧，咁啊可以解答少少觀眾嘅問題啊。咁啊個 summary 咧就係咧有少少4個情況啊，可以睇到嗰間公司咧究竟係喺乜嘢嘅階段啊。咁啊當然呢個係大概啫，實際咧大家真係要 case by case study。咁我喺呢一個MBA 智庫嗰度抄咗出嚟啊。咁啊我覺得其實幾好嘅。咁啊佢就話咧，當呢個經營活動嘅現金係負數，佢有4個 scenario 嘅 operation 係負數，投資係負數，但係嗰個finance 係正數嘅時候咧。咁佢話你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話嗰間企業喺初期啊，咁啊呢個嘅企業咧通常就係集資咗之後投入大量嘅資金啊，所以嗰個做嗰個錢啊仲未賺到啊，咁啊亦都係咧需要投資咧去到拓展新嘅市場啊，咁啊資金來源只有舉債同埋融資咁嘅活動，咁啊代表係初期，咁啊如果有啲10幾年都係咁樣咧，大家就知道要小心啲啊，咁啊特別係一啲新嘅科技咧，呢個係一個真正嘅。係一個確切嘅實例啊嘛，但係對於咁樣嘅階段嘅公司，我未必會咧真係會買好多啊，即係可能象徵式支持啦，同埋咧點講咧？如果係真係一啲好嘅 product 咧，佢好快咧喺個經營活動咧好快就賣得出噶啦，即係如果你個 product 係好嘅話，你好快咧就賺到錢噶啦。咁啊，所以呢個階段咧，我通常就唔好鬥嘅。咁啊，佢話跟住之後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好啦，經營活動係正數啦，投資活動係負數。呢個嘅 finance 嗰個嘅活動咧係正數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判斷呢個企業咧係高速發展緊啦。咁啊呢一個嘅產品即係話賺到好多錢啦，咁啊嗰個銷售亦都係快速上升啦。咁啊亦都咧係有好多嘅賣嘢啊，賣咗好多嘅資金去到回籠啊。咁啊所以咧佢為咗擴大嗰個市場 market share 咧，嗰啲企業咧仲需要好大量嘅投資啊。唔能夠靠經營所得嘅現金額咧，去到滿足佢而家嘅需求啊！咁啊，所以咧仍然咧，佢喺個 finance 嗰度咧，仍然係需要集資嘅，無論係借錢或者去再發行一啲新嘅股票。咁啊，佢第三階段咧就係經營活動係正數啦，投資活動係正數啦，但係佢嗰個 finance 咧係開始負數啦。咁啊，表明嗰個企業咧嗰間公司嘅產品進入成熟期啊。咁啊，呢一個情況咧就係佢銷售市場好穩定啦。咁啊，亦都去到投資嘅回收期，即係應該開始有錢玩啦。咁啊，唔需要再集資，唔需要再借錢啦。咁啊，但係佢仍然有好多嘅資金可以 support 到咧去做一啲嘅投資活動啊。咁啊，亦都可以係還翻咧大部分之前借落嘅錢啦，保持呢個企業嘅嗰個嘅 credibility 係好啊。咁啊，最後咧一個階段咧就係佢嗰個現金流係負數，投資活動係正數。呢個嘅finance 係負數咧，咁你可以判斷呢個企業咧係衰退期啦。咁啊，呢個特徵就係個市場萎縮啦，即係佢啲產品咧已經 support 唔到啦，即係已經揾唔到錢啦，甚至要貼錢賣添啊。
咁啊你個嘅經營嘅活動咧，只係流出多於流市，即係話佢可能擺好多錢去賣廣告啦，但係咧啲產品都係賣唔出啦。咁啊，但係同時企業咧又要應付一啲債務咧，去到收購投資就我一開始所講咧，就係可能要賣出一啲以前買落嘅資產咧，去到 support 緊佢嗰個嘅生意啊，因為啲 cash 已經唔夠啊。咁啊，你再去集資咧，亦都冇人俾錢你啊。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雪上加霜啊。咁啊，通常都唔會嘅。如果你有某個企業嘅商譽啊，即係唔會咁易死，銀行都仲可以賒啲錢俾你啊。咁啊，再集資咧。咁啊，最多玩財技就係呢一啲啊，不停去到一拆幾拆幾嗰啲。但係你見佢嗰個 operation 嗰個經營活動咧，仍然係負數咧。呢啲公司就要小心啊！可能由頭到尾咧，佢冇諗過去到做正當生意啊，純粹咧係用呢啲咁嘅財技咧喺嗰個市場上面抽水嘅啫。咁啊，今集就係咁多啦。咁我希望可以簡單解釋咗呢個 cash flow statement 嗰個嘅即係狀態俾大家聽啦。咁啊，希望大家了解咗啦。咁啊，而家可以花少少回答埋啲觀眾嘅問題，我哋就可以完全完美完結咗啦。喺呢個 channel 所有嘅投資嘅片啦。好啦，咁啊開始解答下啲觀眾嘅疑難。咁啊有啲我已經答咗啦，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啊。咁啊遇到同樣問題咧，唔需要再答多次啊。咁我主要收到啲觀眾嘅查問咧，主要都係 Facebook 同埋呢個嘅 email 啊。咁啊 email 咧通常就認真啲，所以我哋睇咗啲 Facebook 先。有啲去到好耐，2013年係啦。咁有啲唔睇噶啦，咁啊有啲呢一個唔知係啲咩投資公司嗰啲，跟住之後又問我某隻股票咁樣，即係佢哋要跑數咧就係唔同啊。咁啊佢只不過可能買咗同我一隻咁啊，於是咧問你一啲 confident 咁啊，見佢冇乜表現咧，佢就喺度好似後來有留言鬧你咁。Anyway， 好啦，咁啊睇一睇先。Merry Christmas！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utorial on YouTube. You're so helpful。啲通常主要啲學生啦，咁啊問我咧可唔可以 suggest 一啲嘅書啊？咁啊，我俾幾本書啊。咁我之前都好似提過啦。Peter Lynch 嘅 Learn to Earn 啦。Once upon Wall Street 啦。Beating the Street 啊。香港好似叫咩？征服股海啊！仲有一個唔知乜嘢係啊，跟翻英文書名揾啦，係啊，會好啲嘅。咁你可以睇下 Warren Buffett 嘅嗰個老師啊 Benjamin Graham 嘅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智慧型投資者啦，仲有呢個嘅證券分析啦。咁啊，如果你係中意 technical 嘅技術分析嘅，好少睇，即係好少做技術分析咁，但係都有嘅。Jesse Livermore 呢個好勁嘅 Resume of the Stock Operator， 即係好似咩投機者回憶錄啊，類似咁樣啊。咁啊，仲有佢出咗一個 How to Trade in Stock 啊。咁啊，最後咧呢個好偉大嘅投機者唔係投資者咧，就自殺身亡啊。因為寫咗本書咧，諗住將自己畢生嘅精力咧、功力咧灌輸本書，點知冇人買，都幾慘啊。咁但係而家成為經典㗎啦。咁啊，你另外咧都有啲普通嘅都可以睇啦。Random Walk on Wall Street 啊，呢個漫步華爾街啦 ，Stock for Long Run 啦，呢個Common Stock and Common Profit 啦，咁啊呢一啲都大家可以留意下。OK， 咁啊呢啲 personal 問題冇乜關係。好 ，Lexi， 好啦，有咩投資嘅資訊網站推介俾初學者啊？咁啊，之前呢個子飯飯局嗰度都講過啦。咁啊，我有睇過咧，主要都係子飯啦，以市場先生自語啊，呢兩個都係一個十分之好嘅 blogger 嚟嘅，咁大家可以 search 翻佢哋啊。咁啊，初學者應該點入手投資市場？咩 product 咧？冇 product 嘅喎。如果你 product 應該同嗰啲銀行啊、保險公司買喎，即係我自己保險公司都有賣呢咁嘅 product， 真係俾啲完全唔識投資嗰啲係啊。如果你識嗰啲最好就自己搞掂啦。咁啊，你初學者先搞清楚自己點解要投資啦，自己嘅財務狀況啦，同埋自己嘅性格係咪適合啦，先至再諗投資啲乜嘢啊。咁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咧，唔係所有人都適合投資啊。即係呢一個遊戲咧，你當好似某隻 game 咁樣，如果你玩咗一陣冇乜興趣咧，盡量就唔好玩啊。即係唔好以為好容易揾錢啊。咁啊，佢話佢想學投資主要原因唔想輸俾通脹，係而家個物價咧太貴同埋太快，自己性格比較保守，所以都係 aim 一啲穩健嘅投資產品。我咪應該要 sell 佢咧？即係你睇下我哋公司呢隻 product 咁樣。佢話呢一個我老婆打嚟喎，等陣先聽。係啦，佢話如果喺香港唔想輸俾通脹咧，喺儲一筆錢喺樓市大跌嘅時候買到收租就夠啊，風險會好低。
呢個係真嘅。咁啊，樓市升咗14年啦，你話佢會唔會永遠升上去咧？長遠嚟講係會啊，咁但係始終咧所有嘅市場啊、股票啊、商品啊、樓市咧都係會有調整啊。有一啲好重大嘅調整咧就咩啊？我覺得係差唔多啦，喺呢幾年啊，係啦。屋企人有投資物業，但係我自己都係 U-Grad， 係會 recommend 啲咩投資方案咧？咁啊，呢個講過啦，每個月平均買入盈富基金啊，或者用強積金嘅平台去到投資恒指基金啊。咁啊，恒指基金 ETF 係啦，即係讀書就唔好分心啦，買 ETF 就啱噶啦，係啦，讀緊揾緊工。OK， 佢話暫時冇收入，但係又儲開錢，冇乜負債，好多時間每個本有4萬至5萬度，咁啊揾工又輸得起咁樣，咁都係投資喺恒指啦，係啦，冇花時間去搞啲咩200算唔算高位啊？我唔理啦，係啦，我話10年內啊，起碼咧去到4萬點啊，係嘛？大家記住我，咁啊恒生指數太過平啦，而家實在。即係好離譜啊，係啦，咁啊研究咗嗰兩個網，OK， 2800同2833有咩分別？以去理解都係反映恒指升跌，兩隻都係 ETF， 冇乜太大分別啊，都係唔同公司出嘅，係啊。呢一個咧，另外一個喺度討論其他股票，呢個唔需要啦。好啦，你覺得盈富基金咧值唔值得月供？我睇佢有一半係中國，對中國冇乜信心啊，佢 PE 又唔係太高。投資新手冇乜經驗，身邊嘅朋友都話每隔幾個月買一個低位仲安全。咁啊，佢個朋友就話要計時間啊，低位一手買仲安全。咁我就話咧，你朋友咧可能係嘗試去捉摸一啲投資時機啊。其實係長遠咧唔係咁可能成功嘅，因為咧冇人知道咩叫低位啊。咁所以平均成本咧就 no brainer， 唔使諗啊，即係狂抌錢落去。咁啊成本都係十分之低啊！呢個 message 係2015年嘅7月11號啊，咁嗰陣時咧2016年4月咧仲未爆升嘅，即係上年嘅4月係2015定2014嘅先。等我 check 先，唔好意思啊，係啦，咁啊撈翻先。佢話大市長期都係升啦，係咪？即係我話大市長期都係升啦。咁啊而家係好抵買，你睇翻10年20年前1萬點3000點都叫高啊，一個星期而家都3000點上落啊。所以10年後，而家我又話提升到5萬點，20年後上到10萬點係必然。我唔可以話必然嘅，但係你即係99000點，你算唔算係10萬點啊？即係總之係長期都係升啦。月供咧就唔需要成日睇啲市啊。不過如果你想再平啲咧，最好用強積金嗰個自願性供款嗰個會平啲，係啊，呢個係真嘅，因為你銀行有收你管理費啊。咁啊，而且你用強積金平台咧，好多。嗰啲啊，即係做 agent 啊，即係我自己呢啲咧就冇乜 commission 嘅，咁所以你見到冇乜人 sell 啊，係我自己咁低能先至狂 sell 啲親戚朋友嘅啫，買得好開心啊都，係因為太平啦，即係可能如果你講普通嗰啲投資產品，可能1000蚊有成60蚊跌咗落個 agent 袋度啦，但係呢啲咁樣咧，可能得嗰5-6蚊嘅啫。好啦，我嗰陣時講係幾時啊？呢一個2015年7月。2015年7月，2015年，2014年升到最高啊！2015年7月跌到都係22000點左右，係啊，都好平，22300，即係同而家差唔多啦，係啊。咁啊，但係你買呢一個盈富基金有好處咧，就可以收息啊。好如果用呢個以下嘅盈富基金息率 RSI 平均買入價息率高於3% 就可以入貨，低於咗 OK， 即係真係計啦，係啦。咁啊，我自己就唔會計得咁精準嘅，我就會用 PE 計嘅。即係如果平均咧係14至15咧，而家11咧係極度低估啊。如果港股嘅 PE 上到20咧，我開始放貨啦。係啦，你點樣睇領匯即係領展咧？而家對中國冇乜信心，盈富有一半都係中國嘅股票，如果月供領匯會唔會好啲咧？佢好似好有潛力做紅底股，同埋有個直覺。上年10月到而家唔少傳媒都唱月供基金，越唱好越覺得潛在危險。咁啊，領展我哋有個 blogger 咧係專攻呢一間公司嘅，大家可以睇下。我唔記得咗叫咩名係，我睇下可唔可以 post 條 link 出嚟啊。咁啊，其實領展個防守力好強噶，咁啊，但係你咧要花啲時間做啊，即係好似嗰個 blogger 咁樣，佢真係去每一間領展嘅商場睇下嗰啲人啲出租率啊，嗰啲去到
好了解啊嘛，因為你未必知道個股個風險啊。咁你知道咩資產啦？究竟將來紅底係咪重要咧？因為紅底唔一定係好嘢。咁啊，對大市咧，你都唔需要太過了解啊。有幾多中國咧都冇乜太大關係，因為做得恒指咧一定要符合某個標準㗎啦。咁啊，你總之睇長遠咧，香港嘅發展方向你有信心，你投資大市即係投資香港啦。即係冇信心就唔好玩啦。即係而家啲人好興㗎嘛，喺大陸越嚟越似大陸。其實如果喺賺錢嘅角度咧，越嚟越貼近大陸係好事咧。你見大陸係揾得越嚟越多錢噶嘛，但係如果你以生活嘅標準咧，越近大陸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咁啊，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啊。係啦，咁啊，同埋咧，啲人成日都話直覺點樣咧？你有啲 sample size 啊，即係你100次你嘅直覺有中60次咁樣，你真係先好對自己嘅直覺有啲信心啊。因為如果你100次裡面中60次啊，你已經勁過巴菲特噶啦。嗱，多謝你咁詳盡嘅解釋。好啦，咁啊，你講嗰個周顯嘅炒股密碼，炒股唔係同投資價值互相違背啊！呢個真係好認真嘅觀眾啊！咁我就話佢咧，炒股嘅密碼咧係好似港式嘅投機嚟嘅，講明好多常見嘅財技係要知嘅。咁啊，但係最好咧就係你有啲基礎嘅時候咧，先至好去到睇啊！咁啊，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啲人學好一套功夫啊，點知一出街咧，同人打交都係爛仔交嚟啊！咁啊，但係如果你只係打爛仔交咧，基本功夫唔學咧，你亦都好難長遠成功啊！咁啊，投資價值咧就係有核心嚟啊嘛，你可以睇，亦都再推介 Benjamin Graham 嘅智慧型投資者 Peter Lynch 啊，學以致富啊 ，Learn to Earn 叫選股戰略就係咩 Once Upon on Wall Street 啊，征服股海就係Beating the market 係乜鬼嘢？好 ，X index 係如何買嘅咁啊？已經講過好多次啦，係啦。OK， 咁啊又問37，呢個股我唔係好想答佢啊，係睇到1246嘅控股分析好清晰，對呢隻股話嗰陣時已經賺咗好多錢走咗啦，冇 follow 咯，因為已經賺咗成幾倍啦，係啦。咁啊，梗係好可惜啊！嗰隻股票咧，後來咧就不務正業啦，喺度玩財技啊，一跌到去仙股啊！咁啊，嗰啲蘋果日報又喺度，哇！你睇下啲人戇居啊咁樣。其實如果你一開始買嘅時候咧，你升咗幾倍走咧，一啲都唔戇居。好啊，最近睇到 YouTube 片改變我幾年嘅投資啲睇法，有啲問題。我核電一直遲咗一段時間，1816將來有冇機會再上？好啦，通常呢啲咧。就好似你打電話朝早咧，打電話上去問，其實佢話我對呢個睇法其實最擔心就係可能佢買咗隻股票，而家蝕緊錢，跟住佢咧要揾個人咧去俾翻啲信心佢，究竟佢好唔好好咧？咁啊，其實某程度上呢一類咁嘅觀眾都已經跌入咗一個嘅陷阱咧，就係佢睇股價做人啦。咁啊，通常呢啲問題我都唔會答嘅，係啦，叫佢自己研究下間公司啊，估值下睇啱啱。得，冇得 download。OK， 呢個唔使啦。OK， 呢一個咩啊？最後啊，上15年嘅10，哇唔係喎，做好多。第7課幾時有得中銀個頭就 OK， 分享下 Excel 投資嘅表。OK， 咁啊，主要係問 Year 1嘅學生，而家Year 3啊。想問下你對短線投資嘅睇法入啲咩嘢？咁啊，睇法就好簡單啫。短線投資你可贏會輸，短線咧呢啲都叫投機，啲短線就冇投資嘅。但係長期咧係會輸嘅。咁啊，如果有啲好可靠嘅方法預期短期嘅走勢咧，有錢嘅人咧一定好多啦。咁啊，我就未見過短期投資嘅人致富啦，破產就有好多啦。咁啊，致富嘅係推銷短期投資嗰啲學課程嗰啲收學費嗰啲人啊。喺買股票喺銀行開 account 就係咩？咁我就問短期指3個月內咧，係咪指3個月內？短期係咪指3個月內啊？有啲人話1日先叫短期，有啲人我唔知你點樣。對於我嚟講，我只係知我啲股票咧，起碼擺3至5年啦，最少啊，長嘅擺20年啦。想問你對股票買入賣出嘅時候有冇用到技術分析？冇，完全係唔信技術分析，只係用基本分析。喺邊間銀行開？OK， 止損位技術分析，所以係冇用嘅，係啦，我係唔會止蝕嘅，係啦，除非我覺得嗰隻股票咧係我分析之前錯咗。你買賣賣出嘅技巧係用基本分析，淨係隨心就賣出，被高估就賣出，呢啲喺啲堂裏面全部講過晒噶咯。
點樣股票嘅價值係點啦？咁啊第7集有講啦，估值係用咩資料啦 ？OK， 跟住之後佢問我話條片咪講晒咯，呢啲冇睇喎真係。好 anyway， 好講到投資要揀認識嘅市場啦。我係個大專生，未有本投資，亦都冇認識邊個市場，所以問下有咩增加。再推介 Benjamin Graham 嘅智慧型投資者，選股係比市場嘅認知更加重要啊！呢個好多人講噶啦，你知道個市場冇用嘅，因為個市場咧，我哋呢啲叫 bottom up， 即係由上而下 ，sorry 由下而上啊！成日睇嗰咩大市啊、宏觀嗰啲就叫由下而上啊，通常都係失敗收場多啦。好，對一啲產業有啲疑問，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留意咗幾啲嘢 ，OK， 跟住之後咧，佢就發現一啲嘅金礦每股淨值咧，通常都係高過佢嘅現價嘅，即係被高估啦。如果咁嘅情況，應該大量買入嗰隻股票咧。咁啊，我叫佢俾個 example，1378咁樣，佢話每股淨值咧係6個幾，但係而家現價咧先係3個幾 ，sorry 啊，係即係被低估啦，即係佢而家嘅即係嗰個嘅 assets per share 就係6個幾，咁而家3個幾，咁啊照計，如果你係價值投資咧，就應該要買入嘅，因為佢而家有個折現價。咁啊，佢話好多嘅礦業股咧都有咁嘅情況。咁啊，呢一個咧係15年10月14號，你睇一個 range 嘅啫。咁啊未必係全部都係咁樣啊，因為喺嗰期我冇記錯咧，已經係啲金價係被低估啊，或者啲礦業被低估啊，咁所以先有被低值。如果金價狂升，譬如升到2000蚊美金1盎司啊嘛，呢個情況未必會出現啦。咁我就答啦，有幾個原因呢，啲產業啊，例如資產嘅股，譬如地產股都有呢個情況啊，即係經常被低估啊。咁啊，首先你要知道咧，嗰間公司嘅資產究竟係咩先，唔好齋睇每一股嘅淨值係啦，因為有時咧可能係啲好陰濕嘅嘢嚟㗎。咁啊，佢話我就話啦，礦業大部分咧啲資產都有啲工具，譬如挖礦嗰啲機器啊，咁啊呢啲係會折舊嘅，咁啊所以咧呢一啲咧未必係一啲能夠增值嘅。咁啊另外就係礦地啦，因為礦地作為資產咧係有風險啊。第一咧，嗰啲人咧通常都會話咧自己塊地好值錢啊，裏面有幾多油啊，有幾多金啊，有好多礦物啊嚟吸引啲投資者。但係咪真係有咧？冇人知。你咪真係可以去睇到咧？你都冇人知。你有冇咁嘅專業知識？肯定嗰度有，你都冇人知。最後就係真係有嘅時候，佢咪真係可以掘得到出嚟啊？掘得到出嚟咧，係咪真係可以賣得到錢啊？咁啊有好多咧根本係吹出嚟啊！一般嘅投資者咧冇可能去現場度睇，或者有足夠嘅專業知識去到了解啊。咁另外一啲資產咧就掘咗出嚟嘅礦物，好似金啊、銀啊，咁呢啲都跟隨市價嘅。咁啊而家商品喺嗰個時候，2015年12月嘅時候咧就大跌，所以呢啲公司嘅資產都會貶值啊。如果投資者大幅拋售呢啲嘅股票咧，亦都會令到呢啲資產有折讓嘅情況啊嘛。你就睇情況咧，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就係可以買啊。最後咧就要睇現金同埋盈利啦。如果一間公司係長期賺錢亦都有盈利咧，只不過行業低潮咧就係買入嘅好時機。如果個商品回升咧，呢啲股票嘅最後都係會升嘅。咁所以2016年咧升得最勁咧係啲金礦股啊。咁啊，我有啲客都買咗嗰啲黃金基金咧，升咗90幾個 percent， 黐線，真係多謝晒佢啊！我同佢講啊，咩小姐呢啲基金升咗90幾個 percent，佢話9.4個 percent 咁好。我話唔係，係94.4個 percent， 真係多謝你啊，葉生嘅。好啦，9.4啊，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喂，如果咁講，礦業股都唔算係一啲好值得投資嘅產業，因為咩地球金屬消耗嚟講，而家比較穩定啊，公司唔會突然面臨咩重挫啊，比較點樣分啊 ？OK。算唔算係 ？OK， 每個產業都有 winner， 冇話算唔算係，你唔能夠成個產業睇，即係最夕陽嘅產業都有賺到錢嘅公司，係咁，所以你就要分析個股啦。咁啊，但係我中意俾一啲比較容易理解，譬如零售啊、地產啊嗰啲，因為我日日都見到嘛，即係日本城點解咁中意，一上市就即刻買啫。我落街又見到間啊嘛，係嘛？意思即係話揾一啲自己相關知識嘅股票分析比較好，係啦，唔熟就唔做，得。生物科技 OK。仲有咩？應該點分析？呢啲咧係已經去到好 technical 嘅嘢啦。咁啊，生物科技而家係越嚟越興啊。咁啊，但係好多啲公司咧，第一如果你唔係美國啊嗰啲嘅話咧，你好難知道佢個專利可以維持幾耐。咁你睇翻個 contract 啦，有啲專利可能係 hold 幾年嘅啫。因為其實個個技術都整到，咁啊，但係佢買咗個專利，即係好似啲藥廠咁樣，其實個個都整到，印度都整到，但係唔準整，因為佢有個專利。另外咧就係佢嘅技術係只係得佢先整到嘅啫，其他人係複製唔到嘅。咁係嗰間公司咁啊，
呢兩個都係唔同情況啊。咁啊點樣分辨咧？你就一定要有相當嘅專業知識啊，同埋睇下點樣睇一啲研發中嘅項目啊，你都係要有相等嘅專知識先至得啊。你普通人冇可能知道嘅。即係佢咩納米技術，大佬你點 Q 知啊，大佬係啊？定係嗰間公司有冇嘢大公司政府嘅關聯？呢啲都唔成為嗰間公司成功與否啊！好多大公司啊，特別係大陸嗰啲咧，受到政府大力支持咧，最後都係廢嘅。又係因為有時政府可能推出某啲政策啊，佢想拉攏某方面嘅財團嘅選票啊、總統啊嗰啲嘢咧，佢會話我 support 你，但係佢唔會理嗰間公司賺唔賺到錢，因為佢唔係要間公司賺錢啊，嗰個政府係要一個政治嘅效果啊，所以唔需要嚟。好啦 ，next 幾時有頭出咗啦？呢個係啊，問我幾時出片？呢個乜嘢嚟啊？好 ，Miss 哇，唔記得咗喎！上年2月差唔多嘅時候啊，佢話：如果係一個外國，我可唔可以投資？佢問可唔可以投資落我度？我話唔好投資落我度啦，係啦，因為我呢個基金係熟人先至嘅，朋友啊嗰啲就唔接受啲唔識嘅人嘅投資嘅。OK， 我呢個冇乜特別嘅，係大家啲朋友傾下偈嘅。好 ，next。OK， 佢問有冇籌碼 K 線分析軟件？我話完全唔會用啊！呢啲技術分析嘅嘢。好啦，佢好多謝你嘅視頻教育，讓我知道好多。其實好多啲大陸嗰啲好好學嘅，即係佢哋嗰啲收到啲資訊好少，我翻牆嚟睇 YouTube 片啊，有時收到啲簡體字嘅 email 或者 message 啊。想問下投資紙黃金同實體黃金有咩區別？邊個更加好？如果你係投資紙黃金，你唔需要存倉費啦，係啊。你如果買好多金條啊嗰啲，你要擺保險箱嗰度咧，係要有支出嘅，係啊。同埋 trade 都容易啲嘅，你買嚿金，你拎去邊度買咧？你要走入銀行又開箱嘅，即係又拎去，真係我唔知。好啦，見你分析1373，但係見到佢跌到落105，1373即係日本城啊。想問你以下如何睇？有冇睇法？冇啦，我 hold 到今日啦。哇，嗰時跌到1蚊，我真係冇瞓身買，都有啲後悔啊！而家1個7毫幾啊，即係升到70% 啦。其實未計收息，我已經賺唔少啦。再等你得。好，都係 OK。多打機近排，講下我輸錢嘅經驗，好似買嘢點解會輸 ？OK。我係會講啊，大家喺個新 channel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 question 嚟嘅，即係要講下點樣輸錢咁，即係成日講嘢先。我喺澳門嘅 YouTube follower 分別有兩個問題：硬件嘅選購同埋價值投資。OK， 呢個話砌機嘅唔關事。好啦，砌機咧就去另外一個 page 啊，我有個 McKelvin Shop 嘅，係啦。咁咧第二個就係關於價值投資嘅。咁啊，佢話喺3個嘅個股分析嗰度咧，公司嘅類型分別啦。教學提供嘅業務增長型、價值型，有冇一啲具體嘅方法定義邊間公司係屬於咩類型啊？除咗呢兩類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類型嘅公司咧？咁啊，關於公司嘅評估嘅方法，例如教學中提到嘅資產加法啊、P/E 啊、盈利增長、估值，有冇其他嘅方法啦？3篇嘅個股分析教學裏面已經包括咗大部分嘅類型，有冇其他嘅類型啊？應該用咩方式去分析咧？能夠列舉一下現金流表嘅用法，可以介紹一下嘛？咁啊，今集就講咗現金流表啦，咁啊係冇具體嘅，唔係呢個具體，唔係巨大個巨，係啊。亦都唔會有絕對嘅價值或者絕對嘅增長公司啊，因為你啲價值型公司，你地產嗰啲冇可能冇增長啊，只不過佢大部分都係佢嘅價值喺一啲資產度啊。咁啊，增長型都會有一定嘅價值嘅，即係佢都會有資產噶嘛。即係你話一啲，就算你寫 software 咁樣，佢部電腦都係一種資產嚟噶嘛。雖然佢呢啲係類似增長科技公司啊，就好，但好似獅子同埋老虎咁樣啊，雖然都係貓類啊。你一睇就睇到啦，即係我一睇呢間公司，一睇個財務表就知呢間係增長啊，定係價值型啊。咁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咁啊，有冇其他嘅方式去評估咧？係有嘅，但係正路咧嗰啲先係基礎，係同埋已經夠噶啦，係啦。咁啊，
3篇嘅教育已經係未包含晒大部分分析嘅公司嘅，只係包含咗好少部分嘅啫。咁啊，現金表今次講咗啦，係啦，唔需要。好，入門啦，開始玩下，睇下書。而家買 HSBC 揸佢幾年好唔好？佢5年低位緊。4月4號啊，你呢個好睇你長期咁啊！有人分析過 HSBC 啊，究竟最緊要就係知究竟佢而家手上有啲乜嘢啊嘛？佢近幾年啊都幾凄慘下。咁啊，我冇研究，所以我答你唔到啦，唔好意思啊。係啦，砌機嘅呢個好呢一個佢咧就睇咗啲片咧就非常之有用啊，咁佢就想 practice 啦。佢話咧呢個中銀啊3988股本就係咁多 ，OK， 咁啊現價3個3，佢就問咧點解咧佢同現價市場價同佢計出嚟個價咧係有個距離啊？係咪一個指標佢應該買入啊？根據呢一個嘅價值投資。咁啊，另外咧呢個1373即係國際家居零線啦，1415年嘅經營益利咧由164418K 減到95575K， 係咪需要擔心咧？中銀我就冇研究啊，所以答你唔到啊。咁啊，但係如果咧你發現咧佢個資產係有減值嘅話咧，你呢個係其中一個指標，你可以買入，但係唔係唯一嘅指標啊。你要睇埋佢究竟嗰個行業係咪賺緊錢啦？佢個低估嘅情況究竟係出於咩原因啦？點解佢嗰個現價會咁低啦？係咪一啲只不過係個別事件啦？好啦，咁啊，關於呢個盈利啊，係咪擔心？我唔係好擔心嘅。咁真係減得咁多咩？我真係唔知喎，睇睇先啦。1373，但係今年都上翻嚟啦。因為真係好耐先至會睇一次嘅。好，損益表，佢喺邊度睇到經營益利14去15係164，14年係毛利增加咗好多喎。我唔知你啲資料喺邊度抄翻嚟啦。Anyway， 係啦，我睇就好似冇乜問題啊。好 next。好，其實喺市場唔借貓錢炒，真係可以賺到一個唔合理嘅，係咪真係有可能得到一個唔合理嘅回報啊？唔炒孖展係咪可以？咁我就問睇下你咩叫合理啦。有啲人5% 叫合理，有啲人1個星期就要1倍先叫合理。你覺得呢？好啦，其實咧股票市場只係得2至3個月買賣咗6-7次，暫時都冇輸過，得係啦。不過佢都明白，我唔知係咪跟我買啊？1246。不過我明白咧係有少少運嘅，賺咗2倍幾，係啊，咁啊呢啲嘅叫 beginner's luck 啊。咁啊幾年前開始學投資，又睇咧，亦都有試過用 Excel 模擬玩咗好耐，最後輸翻到本金。我只係一個學生，有本錢都1-2萬蚊。如果唔炒期指或者窩輪，好難發達或者賺好多錢。咁啊第一件事你解決學生點解要賺咁多錢咧？咁啊你睇緊投資書，借孖展啊、炒窩輪嗰啲咧，好彩你係賺幾倍啊，唔好彩你係輸幾倍啊。10年計埋可能仲差過每年賺10至15%，呢個係真嘅。咁啊，因為咧佢哋會發現咧玩呢一啲嘅嘢咧，通常贏家就會講俾你聽，哇！嗰次我1晚之間啊，唔知睇中啲咩賺咗4倍啊。咁啊，但係佢輸錢嗰啲咧，佢未必會同你講啊。咁啊，當佢嗰人好誠實啦。咁佢你1萬蚊變4萬蚊，4萬蚊輸翻變2萬蚊，其實你拉上大落啊！你可能平均10年咧，只係賺得嗰10幾20%嘅啫，即係同你普通投資唔需要理咧係差唔多啊。咁啊，而且你10年每日花咁多精神，即係心情大上大落，健康都未必好啊嘛。我就覺得呢啲同賭博啊，咁啊投機就唔係唔道德嘅，唔係錯，只不過我覺得揾唔到錢啊。咁啊，不過巴菲特唔係一樣靠投機去發達咩？OK，我諗呢樣嘢對佢同埋對所有價值投資者都係一種侮辱啊。不過算啦，係啦，你未唔識嘅話。係啦，呢啲都冇乜嘢啦，有啲介紹啲書啦，頭先我都講過啦。
OK， 咁啊，佢之後咧又再話咧，有一個困境就係佢買咗隻認為佢被低估股票，有一個好價位壞，但係咧而家個圖表就顯示嗱，有時我覺得咧，你兩者選擇其一啦，即係如果你係玩技術分析咧，你就唔好用價值投資去到決定你買入賣出。如果你用價值投資，你又走去睇技術分析，哇，有啲咩死亡交叉啊嗰啲嘢咧，你自己就好亂啊，係啦，又有壞消息啦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咧，而家走咧都有10% 賺嘅。咁我就主要問佢就係點解你覺得嗰陣時被低估咧？咁啊 Lenovo 啊，原來992即係賣即係手提電腦嗰個啦。佢話6個1賣，咁佢話咧，因為佢覺得被低估，因為佢嘅產品好多人用，又比較平，係啦，好多公司都有訂佢。佢嘅存貨率唔係好高，負債又唔係好高，毛利仲增長啊！今年經濟咁差都增長30%。咁啊，我就話你可唔可以具體一啲啊？通常啲人話啊，我覺得都幾好用啊，都幾多人買啊，好多人買股都係咁噶，係啊。咁啊，你會認為992合理嘅股價應該係幾多咧？你點樣得出嘅結果咧？好啦，跟住之後咧，佢就冇答我啦，因為佢都未必知。跟住想問下一啲 IT 股係咪都重視呢個品牌價值或者公司嘅賺錢能力啊？因為根據我嘅調查發現咧，佢哋全部都係 PB 都唔合理嘅，10幾20倍咧都好普遍。同埋地產一定係有大量嘅資產，但唔代表佢賺錢。咁 PB 點樣可以用咧？好多人話大過1就唔買，我唔認同。話 IT 一直都係唔合理嘅，係啦。咁啊，以後都唔會合理嘅，因為 IT 係吹出嚟噶嘛，係永遠都被高估啊。咁啊 PB 只係睇到嗰個資產冇折讓嘅啫。咁啊，係咪賺錢咧都要喺損益表度睇啊？好 next 係啦，問我關於脫歐嘅問題啊，唔係好理嘅，即係呢個政治嘅嘢令我同投資唔係唔理，係啦，同投資冇乜關係啊！啲人成日將啲政治嘅嘢加入去投資，話會唔會影響啊？會影響短期走勢咯。但係如果個國家強嘅，始終都係強。我如果用1000蚊去投資啲乜嘢？1000蚊我都唔知可以投資啲咩喎。咁最少係幾多？唔係好明你投資啲乜嘢。我對短期投資有興趣，但係我完全冇經驗。近幾日睇你放上去 YouTube 片，連第一步都唔知道點樣做，所以想問啲經驗人。佢應該冇睇過我啲片，如果睇過啲片咧，我好明顯係反對短期投機嘅。咁即係話你嘅教嘅投資同我想做嘅嘢唔一樣，係啦，完全相反方向啊！明白，謝謝，係啦，你揾阿周顯嗰啲啱啦，係啦，得，好，呢個唔知乜嘢。好啊，我有睇你投資嘅 video 未睇晒，因為有啲嘢要睇翻先明先記得。有個問題想請教下你，首先多謝，我未投資，但係想買股票，屋企冇乜錢，每個月儲4500蚊啊。想第時有啲錢結婚用，25歲儲咗7萬，想一年10% 嘅增長會唔會太高？目標29歲話呢啲理財策劃師啊，呢啲係啊，我都有做啊。我記得你話買股票要長線，4年會唔會唔夠長線？而且未學未有心水，係咪應該買住2800先？因為恆指而家好似好抵買。我記得話你唔識就應該買2800，定係可以考買外匯安全啲咧？而家啲英鎊好似好低，哇！嗰陣時你買咗英鎊，你真係而家真係拍晒手掌啊！好啦，10% 嘅增長同大市係差唔多，但唔會每年有10% 嘅現實係可能一年3% 啦，下年係-5%啦，跟住之後下年突然之間就爆咗35%啦，下年又負10咁樣啊。咁平均10年20年先可以得出一個10%，4年其實好短㗎，280都好啊，而家好抵啊，但係你唔可以期待底咧就會一定會升。好的事，澳門嘅初哥叫阿成。睇晒3個唔同嘅估值啊！呢題呢一個係有啲唔錯嘅，係啦。佢話一個係每股淨值，佢用咗3個唔同嘅估值模型，一個係每股淨值除以每股盈餘，每股淨值加每股盈餘就等於估值。另外一個咧就係將 P/E 乘以每股盈餘等於估值。最後一個咧就係每股淨值加每股盈餘再加上市地位啊，除發行股本。咁咩時候用邊一個咧？點樣估咧？好啦，如果你只係用每股淨值再加每股盈餘去到估值嘅話咧，傳統嘅價值嘅資產股啊、地產嗰啲咧就啱啦。如果你用 P/E 啊除每股盈餘咧，通常都係適合一啲嘅增長股啊，例如零售、IT 啊，因為佢啲嗰啲價值真正唔係一個資產度嘅嘢，佢個賺錢嗰個能力啊。所以如果佢個 P/E 唔合理咧，即係話咧佢賺錢能力咧係過高或者過低啊。咁啊，合理嘅 P/E 乘翻每股盈餘咧，就應該佢有嘅股價。咁啊，如果你話咩叫合理嘅 P/E，你揾翻佢嗰個行業咧嘅平均 P/E 值，或者佢嗰啲嘅
競爭對手啊，喺嗰期嗰 P 應該係咩位咧？咁你大家就會知啦，係啦。咁最後嗰個咧，每股淨值加每股盈餘加上市地位價值先除咧，多咗一個上市地位價值咧。呢一啲真係小型股啊，即係創業板嗰啲啊。因為如果市值只有1至5億咧，你個上市地位嗰個價值就好多重要啊。因為呢啲通常咧好可能咧係一啲賣殼嘅公司咧，好快俾人收購啊。因為你而家嗰個上市地位價值都已經4、5億啊，但係如果你20億上面啦，你個上市地位價值咧得嗰5億咧就唔係好重要啊，即係通常都唔會俾人收購，亦都比較難俾人收購。好明白你。有冇一啲嘅量化嘅方法啊？啲人最中意啊，因為覺得撳完條數出嚟就可以得到個答案就最好啦，係冇啊，呢個係藝術嚟噶。問我幾時拍片 ？OK。有冇呢一啲嘅自己買股用呢？唔係用嗰3個估值模型為主嘅，技術分析重要，甚者少用，不重視為何？點解我唔用技術分析啦？因為低嘅會更低，高嘅會更高。好啦，估值模型只係輔助啫，你主要係對嗰個公司嘅財務同埋業務了解先係你真正嘅武器啊！技術分析嘅本質咧係希望咧去到預期短期嘅走勢。屬於投機啊！你着眼個股價咁啊，投資者即係我哋啲 investor 認為長期正確預測股價咧係唔可能嘅事啊！技術分析只係理論啊，現實係唔可以長期成功嘅。咁我哋只會着眼嗰間公司嘅價值啦，無視佢短期嘅升跌啦。眼中咧就唔係低嘅會低，我哋叫平嘅會更加平，貴嘅就越更加貴，係啦。咁啊，平越平咧，我哋就會越買噶。基本上同技術分析咧係完全個做法係唔同嘅。哇！仲有幾多？仲好多，就嚟完啦。好啦，投資白紙睇完你嘅所有教學，未有任何買賣，即係用個股分析。OK， 又係問個股唔分析啊。微信正利 OK， 呢個 BDITDA 即係呢一個呢條問題我可以另外再分開答啊，因為呢個都幾多人問嘅。究竟呢啲新嘅財政，即係嗰啲財務嗰啲字眼，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啊，另外佢話財務報表係過去嘅，如果有特殊嘅情況影響將來條數點樣計，咁好難計嘅喎。即係我自己計我人壽保險買幾多，計我未來20年嘅賺錢能力，但係聽日死咗咁點算啊？咁咪我都唔知點算，所以呢個我答你唔到啊。咁啊，你 predict 最簡單嘅就係究竟過去咁多年裏面個業務，即係有啲好難死嘅，即係你嗰啲地產呢就好難死嘅。聽日點樣可以突發情況啊？即係嗰間公司一千幾百億，即係李嘉誠會有啲咩突發情況，咁佢都 handle 到嘅係嘛？如果你得1000幾百萬咁，梗係好容易受到。你當係架船啦，即係如果你係間公司好大架船啊，即係爛船都有3分釘咧，你啲風暴嚟到咧，你都頂得幾下咁啊！即係當然你可以提出雷曼嗰啲點計先，咁佢好個別例子啦，係咪先啊？即係咁，但係如果你正常情況嘅時候係咁樣，如果你係一啲好少嘅企業啊，嗰架船咧就〜即係你要睇下嗰隻船穩唔穩陣啊，係啦，咁啊有啲好低風險啊，但係好細價咧，咁你都可以選擇投資啊。咁所以呢個 case by case 答你唔到。係讀者覺得你拍條貼就可以拍多啲。睇嚟有一個問題想問你，係一個投資新人準備入股場，唔係投機，但係本金得1萬蚊。你成日講嘅價值問題，當一隻股被市場被低估就買入，到升到覺得合理嘅價位放出，作為新手我點樣分析？我一條片度全部講晒俾你聽。OK， 呢個問私人問題唔使理。呢個話子凡有分享我啲片。OK， 話嗰陣時真係唔知喎，上年1月啦。Hi， 想問下你渣打買股算唔算划算？我見你好多成本都唔過百，應該唔係用大行。我自己係買證券行嘅，因為我有個英國同我阿媽喺證券行度做，所以幫襯佢啊。咁啊，見你獲利最高歷史高位 Google Yahoo 就5個4，你記得有7個月買，點解咁多㗎？因為佢一拆10又10拆1咯，又唔知16拆幾多咯，咁所以全部啲價錢 adjust 晒咯。係啊，我喺佢未開始拆嘅時候已經賣晒啲股票啦，係啊，咁你自己計翻啦，係啦。Next。用邊隻 Apps 投資？你叫啲公司俾錢我賣廣告啦，係啊！我上網去網頁撳掣嘅啫。關於你嘅投資 tutorial， 想問一下，一間公司投資可否用 assess
outstanding 計出作為 intrinsic value 嘅一個參考，冇嘢啦，好睇晒啦。上市地位價值點計？冇㗎，係市價嚟㗎，4-5億度啦，而家喺邊度？冇去穩陣，你真係要熟個行情先知嘅。好，一個新手打算買又係一啲嘅個股啊。好，唔評論啦，個股我冇研究過。Have more time study M。OK， 呢個多謝，多謝你，多謝你。好，有幾個價值投資嘅問題想問，係啦，希望用英文答都得㗎。咦，今年㗎咯已經啊 ，good。價值投資唔應該聽大市上嘅消息波動，例如政局啊改變和天災，係咪？係啊。咁一啲實在啲嘅經營環境改變，又應唔應該考慮同加入分析公司盈利嘅參考呢？傳統嘅價值投資係分析公司嘅基本面同財務報表，從而推斷未來嘅現金流同獲利能力，好似完全忽視咗呢個營商環境嘅因素。而事實上，唔少營商環境咧嘅因素咧改變到唔能夠從過去幾年嘅財務報表去推出嚟嘅，例如公司嘅 EPS 過去5年不停下降，咁就可以推斷未來嘅 EPS 不停下跌啦，從而令公司內在價值下跌。如果係行業需求下跌咧，例如呢啲唔能夠喺報表度睇到啊，咁到底我哋應唔應該從唔同嘅營商環境去推斷呢個公司嘅內在價值咧？我哋應唔應該睇一啲財經雜誌嚟經濟一週啊，去理解啲宏觀嘅經濟，再推斷公司未來獲利嘅能力咧？你個人點睇咧？總結。咁到底我哋 stick to 全基本面嘅財務報表推算內在價值，淨加入營商環境，再加入呢個宏觀嘅環境啊？咁啊，仲有話咩 EGD 分析成日 EG， 例如啲分析成日話美國加息啊、貨幣強弱啊，會影響某個板塊嘅表現啊。即使公司有護城河，但係經營嘅環境改變咗，成個行業都不利，咁會影響公司嘅內在價值。咁啊，可能有啲亂，因為係新手。好啦，咁啊，我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啊，需要答你耐啲嘅。咁我會放喺個 video 嗰度，即係而家呢個 video。跟住之後就會放條 link 喺 Facebook 度啊，叫佢，哇，真係 OK。所以我哋呢個等人再解答啊。下次幾時出 OK 得。我都想點知去估計一間公司嘅上市地位價值。咁啊講咗啦，有市有價嘅，係啦，你普通人應該唔係好知。好啦，咁啊即係 Facebook 最後答埋呢條問題啊，我飲啖水先啊，有啲頸渴。好啦，咁啊關於呢個問題啊，即係應唔應該聽從大市消息？呢個係真嘅，特別係啲政治啊，譬如嗰陣時啲人1990年啊，波斯灣戰爭嘅時候，美軍啊，咁啊啲人話好驚啊，打仗啊，咁啊點知咧個股市不單止冇跌啊，反而上升啊！特別係一啲軍事股啊，咁嗰陣時買咗好多愛國者嘅導彈俾以色列啊，或者一啲中東一啲親美嘅國家。咁啊另外咧啲政局，譬如近排咩 Donald Trump 啊嗰啲，或者英國脫歐啊，其實我真係十分之少理啊，因為喺政局變天啊，除非你係一啲十分之動盪嘅地方啊，即係你投資柬埔寨嗰啲，梗係好緊要啦，係嘛？咁啊，或者一啲政治影響力，譬如中國咁樣，根本上啲人都唔係睇基本面嘅，你睇嗰個國家個政策咧。咁呢啲當然要考慮啦，但係我都唔會投資嗰啲嘅地方，我主要投資一啲自由國家嘅地方啊。咁啊，呢啲政局嘅改變其實係對嗰個股市嘅影響咧，其實十分之低嘅啊。即係可能短期有啲波動啦，即係主要係啲情緒嘅波動啦。但係如果嗰間公司係即係好似李嘉誠咁樣，喂大佬4幾年開始到而家，佢股價即係佢開始揾錢啦。咁你香港都經歷咗好多大上大落啦。咁啊呢間公司仍然存在啊，股價不停去到創新高啊。咁啊短期咧，我會睇成為一個，如果嗰間公司個正路就係嗰間公司係好定唔好，而唔係嗰個環境究竟係點樣啊。咁啊好簡單，就係我用翻船嗰個比喻啊。嗰間船係好勁嘅，你橫風橫雨其實對佢冇影響嘅。因為架船好廢嘅，你可能打少咗幾撇雨咧，佢已經冧咗。咁我第一件事了解咧，就唔係預測聽日究竟會唔會有大浪。我第一件事就要預測咧，我買嗰架船啊，我上嗰架船咧係咪一架堅嘅船先？呢個比預測聽日橫風橫雨，因為永遠都會有橫風橫雨啊，你冇可能冇橫風橫雨啊。咁啊，但係我就比較擔心我上嗰架船究竟穩唔穩陣啊，多過究竟聽日係咪橫風橫雨啊。
好啦，咁啊，另外咧有啲嘅唔同嘅營商環境，咁啊呢個係會有少少留意下嘅，因為咧點講咧唔同行業咧佢唔同營商環境係唔同啊。譬如我之前去到舉例啊，即係以前中國嗰個嘅財神咧，佢就話落雨嘅時候咧就買定啲咩啊，冬天嘅時候咧就買定啲夏天衫啊，係嘛，即係類似係咁樣啦。出太陽咧就買定啲遮，到落雨嘅時候就買翻俾人。咁通常我會睇一啲行業週期，譬如某啲嘢，譬如油價會影響航空啊，呢啲嘢我係會睇啊。但係嗰間公司嘅內在價值會唔會改變咧？我就覺得比較難啲啊。即係我通常會睇個環境，就係會了解一下咧，究竟嗰期啊某啲嘅行業，譬如我過去幾年咧狂買一啲零售嘅股票啊。同埋買一啲奶類嘅股票啊，因為我了解到咧，當然我有揀過啲公司啦。因為我了解到咧呢一段時間係零售業嘅低潮啊。你等一陣啊，你開門俾我老婆。每一次拍片，我老婆都會不定期地翻嚟啊。係啦 ，anyway， 咁啊，譬如近排呢幾年係零售業嘅低潮咧，我就會專買嗰啲喺零售業裏面係強勢嘅公司。就算因為嗰間喺零售業裏面啊，大家都話冇生意做啦，咁但係永遠有啲公司佢係頂得順嘅。咁啊，呢一個亦都係巴菲特所講咧，就係邊一個係要到冇水嘅時候先睇到邊個喺度裸泳啊！即係話好景嘅時候咧，間公司都差唔多，因為大家啲股票都狂升啊嘛。咁但係要喺嗰個行業嘅低潮嘅時候咧，嗰啲公司頂得順咧，邊個可以擋得到風雨咧？受得到低潮啊，即係對抗得到呢個艱難嘅營商環境，嗰啲就係好公司啦。咁我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會用呢個營商環境去了解邊間公司係堅咧，從而咧就唔係推測嗰間公司嘅內在價值嘅改變。內在價值好難去到改變嘅，即係好簡單。譬如佢營商環境有5000萬 cash， 佢今年咧營商環境比較難，咁佢就跌到咧上年就賺100萬，今年就賺50萬啫。哇，個盈利斬咗好少啦，咁但係實際佢仲有5000萬 cash， 佢唔會冇咗嗰5000萬 cash 嘛。咁啊，佢個股價可能跌咗一半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哇，呢個梗係抵玩啦。如果即係佢嗰個內在嗰個資產嗰個能力咁強，佢嗰個嘅賺錢嗰個能力少咗，主要係因為個營商環境。但係佢本身嗰間公司嘅財政十分之穩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就真係會大手咧去到買入嗰啲嘅股票啊。咁但係如果你只係睇個價格嘅話咧，咁啊全世界嗰啲報紙都話㗎啦，即係唔識嗰啲嘢話而家咧營商環境好困難啦，所以呢隻全世界啲股票都跌晒啊咁樣。但係究竟點樣分每間公司喺跌嘅時候啊，佢裡面嗰個內在價值有冇變咧？營商環境係唔會改變佢內在價值嘅，只係能夠改變佢個股價嘅啫。好啦，咁啊最後咧就係 stick to 全基本面，咁啊呢個真係最基礎啦。我真係都幾純嘅價值投資啊，即係我齋睇財務報表啊，再加入少少嘅營商環境，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就係究竟而家係咪一個行業低潮啊？咁啊，其實你喺個股價度都可以反映到呢一樣嘢噶啦。咁啊，美國加息嗰啲咧，你會影響某啲板塊，譬如銀行嗰啲啊，咁啊，但係我好少投資嗰啲嘢，或者你有啲跨國公司啊嗰啲係，我中意投資啲中小企啊。咁啊，公司護城河，但係營商環境改變對成個行業都不利，咁樣會唔會 OK？會影響公司嘅內在價值？內在價值亦都只能夠喺佢嗰啲資產度睇到啊，同埋佢嗰間公司嗰個品牌啊。咁啊，營商環境就會唔會改變到？都會嘅，但係真係一啲好強咯。譬如巴菲特講過話，汽車發明咗，你嗰陣時再做買馬嘅生意嘅話，你應該都好難做啦。咁啊，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你100年可能發生2-3次啊。睇下你揀啲咩行業啦。所以點解我唔投資 IT 股咧？就係佢嗰啲嘅佢嗰啲技術出得太快，周轉得太高啊！咁但係你見到，譬如巴菲特投資嗰啲可口可樂啊、銀行啊嗰啲，都係有啲十分之厚嘅護城河啊，好難咧，即係打轉得入去啊！即係除非佢自己腐敗啦，係啦咁樣。呢啲冇錯，呢啲喺財務報表係推算唔到啊嘛，但係你自己對嗰個行業有某程度理解，你就可以知道究竟嗰樣嘢而家發生緊有啲乜嘢。好，好啦，咁啊，而家 YouTube 嘅 sorry 啊 ，Facebook 嘅所有咧都解決晒啊，仲有一紮係喺
email 啊，我再另外咧，因為呢條片都太長啊，超過咗1個鐘頭啦，係啦，咁啊，我喺新 channel 嘅時候，我直接開一個新嘅系列咧，係解答觀眾嘅提問啦，係啦，咁啊，多謝晒大家收睇啦，咁啊，有咩事喺新嘅 channel 見啦，拜拜。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o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